1991年7月初1，台湾通信第一期创刊，到达2021年7月满30岁。咱今日做伙伫遮，虽然讲因为防疫的关系，无法度办实体活动，毋过透过咱即个线顶的见面，相信会当连接海内外、国内国外所有全世界台湾人，来共同报惜咱的母语上水的花。活动一开始，咱先邀请目前伫咧美国Long Island教会，同时嘛是即个李光桥台语文教基金会创会的董事长林小勇牧师来做开会的祈祷，请林牧师。感谢你。虽然即马瘟疫真厉害伫台湾，但是阮的心犹原热切，要来一遮组织。阮一遮组织是为着30年前，台湾有一个杂志，就是台湾通信创刊。1991年，迄当阵改言无偌久，台语犹原受压制，当时阮有一阵听台湾、听台语的同志做伙出来开设即个刊物，到即马已经30年。伫过去的30年的中间，阮有受到侪的无公平的待遇，总是阮也有看见侪人打出来、行出来，有人出钱，有人出力，做伙来共同度过即项台语文的事工。到即马30年以后，阮看见有侪作家，有侪无共款的文学的形式出现伫台湾的世界中间，阮大来感谢你。今日阮有110几个人聚集伫遮，做伙来庆祝一个30岁的青年人已经长大成人，也盼望这会当阁带来，互台语阁较进步，阁较有空间的前途。阮将今日一切拢交伫你的手，愿主你带领，继续带领台湾话的发展，伫全世界逐个角落。阮来恳求感谢，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阿门。感谢林牧师的开会祈祷。现此时先来介绍咱台湾通信这30年来历任的总编辑。对第1期到第50期是陈良光先生担任总编辑，第51期到第68期是由李庆华先生来担任总编辑，第69期到96期是由苏正宪先生来担任总编辑，第97期到118期是由张秀婉女士来担任总编辑。第119期到142期是由叶国基先生来担任总编辑。143期以后，因为这个发行的单位对美国的崇美者纪念基金会刷到由台湾的李光桥台语文教基金会来处理发行的工作，总编辑由廖瑞明教授来担任。真可惜，廖瑞明教授伫个2006年离开咱。转去天家。目前，这个李光桥台语文教基金会继续在发行，总是就是由台湾通信甲台湾晚报2个杂志，伫个2012年的时阵来合刊，变做即卖的台湾通信晚报杂志。接落来，咱就由创刊的陈良光先生、良光兄来致辞讲话。感谢主持人的介绍。各位海内外的老大人、囡仔兄，大家晚安、老早、午安，欢迎大家来替台湾通信做30岁。
30当前，台湾通信伫洛杉矶创刊，宝宝也毕业，想无到这份半地下性的刊物，够单要活的，正做历史上长、发行量上大的台湾刊物。今仔日咱伫遮聚会，咱毋是要为台语起王牌，是要找台湾语言的活路。看到遮侪少年人参加，相信咱台语文化协会有机会会当传落去。要利用这个机会，感谢所有台湾通信的同工，恁无保留、无计较的奉献，为台语文化留一条活路。嘛要感谢台湾通信30档纪念特刊的编辑团队，甲数位化志工。咱所做的，毋若是咧传承台语文化，嘛是咧讲一段台湾人毋知的故事。咱即个法国的漫画画家林立清有甲即种精神画出来安尼刺激我写一条诗我即马来念互大家听。台湾通信30岁生日，智慧者得问：恁对倒位来？要对倒位去？艺术家讲：阮来画一蕊花，献予草根台语文运动者。文学家讲：阮看到的是迄互人会惊吓的美丽，盛开的花蕊开到尽崩，天伫黑暗暝，敢随时会冷去。运动者讲：阮感觉到迄是台湾魂的生命，无保留，无计较，在展现最后美丽的形影。有囡仔兄远在发，叫恁藏伫心内迄个囡仔王子出来，做伙来办公家伙啊！甲这段台湾人毋知美丽的故事写落来。多谢大家来参加。谢梁光兄，感谢梁光兄咱即个刷落来，就要来邀请第一个主题演讲林聪哲先生，伊是目前的立法委员，但是大家更较了解的是叫做 Freddy 的即个独立乐团的主唱。咱即马就来邀请 Freddy 来做伊的即个讲题，或者台语家庭的酸甜苦咸，请 Freddy。多谢洪慧老师吼，多谢咱线顶咱所有的老朋友、新的朋友吼，看到即侪老朋友伫海外的吼，嘛应该嘛有一寡伫台湾上线的吼，足欢喜。即马虽然有疫情但是咱会当伫线顶来相见面吼，尤其我相信这台湾通信30年的即个，若毋是讲因为有疫情，应该大家会当有实体的活动啦吼。兼且咱算讲是用线顶的，咱嘛是会当集做伙安尼，大家吼做伙来分享。我嘛是感觉讲嘛是感觉讲大家珍惜啦吼。而且吼，我嘛爱讲，这可能是最近吼，咱线顶的一寡活动顶我看到真正是吼，伊即摆已经超过200人啊吼，算是足旺的吼。即摆大家讲线顶足方便的，有诶时阵看到的活动吼，减菜说30个人、50个人的嘛有吼，应该是爱搁较济。结果吼，我看今日咱真正嘛办了足成功。伫遮我的主题吼是台语家庭的即个酸甜苦涩啦吼，但是。其实毋是讲，我相信大家线顶可能会拢有看到，阮拢有固定伫分享一寡阮兜吼，我甲阮查某囝美女的即个生活啦吼影片。一开始敢若是爱先放一个底片哦，还是都毋免啦，因为底片嘛是需要放，还是讲看你要感觉要当时要放啦？即马要放就请现现遐先看。
好，1分钟尔嘛，吼，大家先看一下。 2、3，大扫掉吼，因为要过年啊。过年的时候就生菜的，节目家来吃啦，结果无吃着啦。这只叫做年你啊，但是这个饼扫不相同。就是这个烤的都是脏脏，都是垃圾的。对。OK。这个短短互甲大家分享一下啦吼，啊，大家会当迄落我的 YouTube 顶悬拢有足侪即个加秘鲁的影片吼。阮查某囝我叫伊的正名毋是林秘鲁啦，啊，但是因为感觉加姓林加号做林秘鲁即个小名，感觉足古锥的，就甲叫秘鲁。啊，所以讲迄落我的 YouTube 顶悬有足侪即个甲伊互动的一寡影片，啊，拢足趣味的吼。虽然讲是伫讲台语家庭啊，但是我要先为就是甲阮阿嬷的关系，啊，佮有甲阮爸爸的关系吼，开始讲起。因为啥物我会决定，就是要培养一个台语的家庭，啊，尤其就是讲甲阮查某囝之间吼，就是要一定要固定，都是用台语互伊惯势。啊，包括阮某吼，阮太太伊家己本身伊认为，伊算是因妈妈是外省人啦吼，啊，因爸爸是宜兰人、罗东人，但是伊家己甲因妈妈较亲，所以讲伊本来的认同是较外省人，所以讲即个培养甲秘鲁之间呢，就查某囝之间讲台语的即个关系，其实嘛是吼太太伊嘛家己即个伫边仔吼对咧学安尼啦吼，所以讲规个即摆阮家庭内底3个人拢是讲台语为主。啊，是安怎？我会认为讲这是一个重要的工课，当然是重要的代志，当然是因为进前我甲阮阿嬷吼，我算阮阿嬷一直带大汉到小学，所以讲我甲阮阿嬷之间有足深的感情。啊，迄个感情其实台语对我来讲是一个算是迄个感情的一种证明啦吼。就是我若听着台语的时阵，我就特别的感情，我就想着阮阿嬷，我就想着讲啊，即个腔，即种腔吼，若是阮阿嬷来讲吼，即个词，若阮阿嬷的腔会安怎讲？因为阮阿嬷吼，伊其实本身是客人，但是伊过来河洛人的家庭了后，伊就拢讲台语，吼啊，厝里的台语拢会有伊迄种腔较济，吼啊，阮兜是伫台中的台里啦吼，所以讲阮兜的腔有一个特别的腔，啊，所以讲我若听着台语的时阵，会想着阮阿嬷，啊，佫会去想着一个佫较特别的阮阿嬷吼，啊，佫阮兜的迄个腔。所以讲，对我来讲，第一是我感觉迄种足特别的感情吼，语言之间的一个，因为一个语言，所以讲有一种特别的感情。吼，迄毋是讲因为去上课去学校了后，开始学即个学校的教材了后吼，学中文啊，为中文开始变做足工具化，就较袂安尼，都有一种足深的一种亲情。啊，对我来讲，这是一个家庭之间的一个足重要的一种。去感觉到讲我甲我家己的家人无共款的部分，就是因为这种语言，所以讲我感觉这我是希望讲吼，伫阮兜嘛有，嘛会当甲这种一种语言，就表达一种感情，表达咱家人家族啊之间的关系的一种即个气氛甲环境会当出来。啊，另外当然是甲阮阿爸嘛有关系嘛，吼，阮爸伊。我这是较趣味啊吼，就是我会记得讲，阮较早伫即个较早我伫国外的时阵吼，国外有人有迄个国外的乐迷吼 fan， 伊看到我的姓吼，伊会晓读汉字，伊看到我写林了后，啊伊就问我讲，哦伊就问我讲你是 Hayashi family， 还是 Lin family， 还是 Lam family？Hayashi 就日本的林嘛吼，日本伊嘛有姓林的嘛，啊伊是叫 Hayashi。啊，也是北京话的 Lin family，L-I-N， 吼，也是这个 Lam family， 广东话的，吼，啊，都是拢是写作林嘛，吼，汉字林嘛。啊，迄个乐迷甲我问落了后，其实我有足深的一个，我敢若去互雷讲着，雷公讲着共款，我就想讲，
你若要问我的护照顶管是写 Lin 啊 ，Lin 啊，是 Lin family。但是你若要问我到底我这个 family 到底姓啥，阮爸因朋友拢叫伊林的，林的嘛，所以就是 Lim， 毋是 Lim 嘛。我这个 family， 我本来想要印伊讲是 Lin， 但是我口口那想我讲这个 family， 咱遮的所谓 Lims， 因其实拢是叫阮阿公一定嘛是林的嘛，阮爸嘛是林的。所以我就甲想来了，我就甲印迄个阿杜甲我讲，阮兜是 Lims family，Lim。好，伊为迄个时阵才开始发现讲，原来林这个字伫亚洲除了日本人海亚是 family， 广东人 Lam family， 这个北京话的 Lin family， 也佫有台湾话的 Lims family。我就甲讲，阮兜是 Lims family。安尼讲落了后，对我来讲，迄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语言就是一种认同。我为迄个时阵所以讲我落尾大家就发现讲，我的即个 last name 拢改做 Lim， 包括我的护照，包括我做入位了后推塞护照袂当拢规定用北京话来拼音嘛即马大家你若是用客话，恁兜若讲客话还是讲台语的讲原住民语的，拢会当去用恁的语言来改护照顶悬的拼音嘛。所以讲我就规个全改，阮兜嘛拢改，就是因为阮兜就是 Lims family 嘛，无人会叫阮爸老林嘛，拢是讲林的嘛。所以讲这其实对我来讲，对阮阿嬷到阮爸爸到我甲因的尤其迄个时阵足亲情的关系，我感觉语言是毋若是我对这个国家的认同，佫是一种对阮家己家人这亲情的一种认同。我就想要甲这种认同感，嘛会当互我家己的逝世，嘛会当感受到。所以讲我一开始我嘛足欢喜，就是讲这创作足济因为伊即马4岁半嘛4岁袂半咧啦4岁毋知几个月即马4岁其实这4年来有足济对认识一个代志，认识一个语言，变做讲足济是我甲阮太太甲美女做伙伫学。我感觉这是做其他的工课较罕咧有即种机会，因为你若做其他的代志，其他的工课都拢是阿爸教囡仔嘛，拢是伊嘛会晓，伊袂晓，我会晓的代志，所以讲是变做一种即个时代甲时势的迄种感觉。但是对我来讲，咱一个语言爱遐尔生活化，无遐简单啊。所以讲，足侪语言、足侪物件拢是爱定学啦。包括阮太太嘛是共款。对我来讲，这是一个足大家珍惜的一个缘分啦就是一家伙做伙学一个物件啦我有诶时阵，我看到讲有诶迄个爸爸妈妈讲看到学校的教材讲这母语伊拢伊台语会晓读煞袂晓写这种你个灵智人啦安怎？我感觉这足奇怪。咱足无简单足有一个机会会当讲规家伙做伙学一个代志呢，做伙学一个物件，这是足好的代志，咱会甲当做足歹的代志，足灵智人的人哪会？你大概拢嘛是。你若是大家会当做伙学一个规家伙做伙学一个代志是足深熟的所以讲我感觉这是第一，我感觉讲我足欢喜，就是讲因为着要有一个台语家庭我感觉我甲阮太太，包括我甲 Doris 其实结婚今年应该是20年看起来较少年来，阮算13岁的啦20几岁就结婚啦对即马的囡仔来讲我即马40几岁嘛但迄个时阵来讲，无人是我较早结婚，所以讲。我感觉我甲伊的感情其实嘛是因为有囡仔了后，有一个台语家庭了后，我发现讲因为我去上班的时阵，伊搁伫厝里，还是讲因为伊的工课是厝内底就会当做的嘛所以讲伊甲美女会互相培养足侪台语之间的一寡成长的过程我转来我发现讲，你本来是拢袂晓讲台语的人，结果你即马愈来愈侪即个名词足侪。语词比我搁较厉害，我就感觉足欣赏，嘛足欢喜。譬如讲，我迄天拄着讲，我讲伊伫甲，就伫讲一个网牙，你甲美女教一个网牙的故事，讲一个网牙的故事，内底的人伫相拍，其实是伫比赛。Doris 就走来甲我讲，迄叫做相输啦。我讲对，迄叫做相输。伊甲我提醒，讲迄做相输啦。我讲对，伊甲相输安尼。所以讲，我感觉甲太太之间嘛开始有搁较侪足趣味的互动。
所以讲我感觉这是足欢喜的所在。啊，另外当然吼，我讲，另外就是嘛会开创家己甲囡仔之间搁较侪连接，就是我甲搁较侪时间甲连接，因为尤其即摆伊4岁啊，伊去上迄落幼稚园啊嘛吼，伊去幼稚园了后，幼稚园内底虽然即摆有台语课，但是大部分是讲华语、讲中文的，所以讲我就会惊讲吼，伊伫外口讲华语的比例愈来愈悬了后，啊台语伊煞渐渐袂去要安怎，所以讲我就会家己创作，想办法创作，搁较侪时间来陪伊，还是讲吼。就变做足杂念的啦，只要伫伊个边仔，就一直讲啊。甲伊做伙食饭嘛，一直讲啊。甲伊食中昼嘛，一直讲啊。啊，只要会当做伙坐咧，就一直讲。啊，做甲伊做伙看 cartoon 嘛，一直讲。啊，带伊去看电影吼，拢会经，比如讲进前有一个迄个哈利波的新的迪士尼的电影，迪士尼的电影叫做 Raya， 我就会坐伫伊个边仔。啊，伊哪看我伫边仔一直用台语甲翻译安尼，所以我规部电影看了，我嘛讲规部的台语安尼，所以我感觉这拢是创作我甲伊之间吼，我会想办法吼去为着要互伊会当讲较侪台语，我会想办法去开创搁较侪时间。我感觉这拢是足进前啊，袂有囡仔进前我无去想到，就是讲因为有台语家庭，我甲囡仔之间会有搁较侪互动的机会。啊，会搁较侪啊，上重要，我要讲转来，就是我头拄仔讲的迄种，阮阿嬷，阮阿嬷抑个阮爸爸，互我迄种家族啊，因为语言的关系有一个联系吼，迄对我来讲就真正讲，最近都进前都感受到，伊半年前开始去幼稚园嘛吼，伊去幼稚园的时阵，伊去逐去的时阵，逐工哭，啊拢。入去了后吼，差不多老师甲我讲吼，我离开了后，我送伊去离开了后，差不多靠半点钟久，吼伊才停落来。啊，但是吼，啊停落来了后，伊会配合即马上课伫上啥嘛吼。但是台语课的时阵吼，老师想讲伊应该会足有趣味才对啊。啊，颠倒伊吼拢坐伫边仔拢无爱参与安尼，所以讲老师就感觉足奇怪的。啊，老师就甲我讲这个代志。啊，例如转来到厝里了后，我就问伊讲，是安怎你？我听讲你台语应该是恁规班全班内底上好的啊，是安怎你无爱上咧？你想安无爱上台语课，无爱参与咧？伊甲我讲哦，伊甲我讲，伊若伫学校吼听着台语，伊就会想着阿爸阿母，伊就搁想要哭啊。所以讲，伊就跳工无爱去上台语课，因为伊安尼足受阿爸阿母，伊就无想要去上课啊。哦，我听着伊安尼讲的时候，我的心就足酸的嘛，我嘛足感动的嘛。我就感觉讲，我伫讲的迄个阿嬷哦爸爸，互我的一种感觉，吼一种因为语言有的即个亲人之间的即个联系，我感觉伊嘛有啊。虽然伊即马伫学校内底，只要台语课，伊拢足。活泼的啦吼，足热烈的，拢甲老师做伙安尼教所有学生啦。伊即摆已经拢袂惊，袂去讲安尼想着阿母啊。伊即摆对甲因的同学搁较好咧。但是吼，我感觉伊即种语言伫伊心肝内迄个感情就一直留咧。伊迄个语言，就是讲迄个语言，就敢若是伊的阿爸阿母。啊，有一天咱拢会过身嘛，对无？有一天咱过身了后，吼伊30、40岁，我毋免讲伊逐摆吼敬拜迄落。清明节的时阵，才去甲我拜拜嘛，毋免啊吼，也是讲去甲烧香，迄我无伫迄度，我较毋是迄派啦吼。但是伊平常时听着台语，就想着我，啊嘛毋免真正讲迄种想着我，是想着我的名，我的相片，毋免，伊就感觉足温暖的。听着台语有一种阿爸阿母的温暖，吼有一种阿爸阿母敢若遐伫伊的心躯边安尼，安尼我就感觉讲哦，我要互伊的一个。我感觉这毋是干那教伊一个语言，就是讲我规个人对伊的疼痛，因为有一个语言，有法度甲伊安尼包咧，包规世人，伊拢会感觉讲有一天我若离开了后，我甲伊拢还是做伙。我感觉讲吼，咱有即个语言真正是宝，因为你若无一个语言会当安尼吼，互你安尼深入到你的即个。你的囝逝世的心肝来接亲吼，若毋是有一个语言做迄个 platform， 做迄个连接吼，咱足歹去想别种。有的时阵可能是一条歌嘛，对无？有的时阵可能是你留一寡相片嘛。但是咱因为
咱有即个语言，啊，尤其搁伫即个福电的即个过程中过程中，伊甲中文的关系中文会感觉讲足疏远，伊若开始成讲台语啦伊会感觉讲中文是一个工具化的语言，所以讲伊一定会感觉讲台语对伊来讲搁较亲啦，搁较亲。啊，我感觉即种感觉是咱我感觉讲真正是天公伯啊送互咱的礼物啦所以讲我嘛会继续啊，尤其最近伊有诶时阵伊会讲伊是台湾人，嘛会讲伊是台语人，我无甲教伊家己安尼讲诶伊看到迄落白人诶时阵阿督啊，伊拢会讲英文人，黑人伊嘛讲英文人，啊印度人伊嘛讲英文人，因为伫台湾诶即种诶，都大部分讲英文，啊伊若看到讲中文诶，伊讲中文人，啊伊讲伊家己讲伊台语人，所以讲我感觉即种伊甲咱家庭之间诶一个互动啊，一种感情，因为一个语言啊有一个足深诶联系，啊嘛伊诶自我诶认同嘛毋免我家己教，伊家己嘛慢慢啊发现，我感觉这是一个真正是天公伯啊送咱一个足好诶礼物。啊，上尾我要结束进前，我嘛上尾就是收尾收伫，就是讲当然嘛是有拄着一寡困难的所在。上主要当然是讲，伊慢慢伫外口会拄着愈来愈侪人。啊，咱到底要安怎甲即个？我相信台语伫个心肝内，一定会足深的，永远拢留咧。但是要安怎互伊有搁较侪讲的机会？莫讲伊愈来愈大汉煞袂晓讲，变做是一种感情伫心肝内。但是伊讲要讲的时阵煞无机会。所以讲，这对我来讲，像我做一个立法委员啊，我拢伫外口国防委员会，但是也是足拍拼，希望讲这个母语的教育的政策，母语的政策啊，教育的政策会当愈来愈愈来预算愈来愈侪，啊会当愈来愈健全，啊会当美女上好是美女大汉的时阵，都拄好有即种学校，拄好有都会当用母语来教的学校，啊会当拢接起来，啊像即马足好啊，即马有台语台。我大概我电视拍几道台语台，我一开始伊打生出来时阵，我足烦恼，讲我无一台拢台语的呢。结果我家在伫我家己的手头顶，咱就真正甲送互过。洪辉老师咱线顶足侪前辈，大家做伙甲送互过。我就逐工我就电视拍几个先互伊看台语台，啊，还佫有足侪 cartoon 嘛拢是配台语的。所以讲安怎会当伊到几岁，啊，我想要有啥都甲送互过安尼，咱就真正敢若后一代会当学台语，就拢真正会佫较顺势。好，我今日演讲先讲到这，就感谢大家，多谢。咱嘛真多谢 Freddy 多谢尤其伊真正已经，你讲。无，我等大家等下换后一个了后，我可能嘛是爱先落迄个路线。我知影为着疫情的关系恁入位嘛真无用，尤其台北市即摆的疫情真正恁来拍拼多谢 Freddy 咱即马刷落去咱有要邀请吴景如医师，就是作家陈雷伊来甲咱做一个短短的分享。因为吴医师伊是咱加拿大的开业医师，但是伊真爱写作，伊大声用中文写作的时阵，伊感觉怪伊感觉讲迄甲伊心内要表达的无共款。后来伊就是学台语文写作，咱早期台文通信足侪伊差每一期拢有伊的文章，不管是诗、散文还是小说，我即马咱就甲时间，咱请吴医师，吴医师你会使开你的麦克风，开始分享。多谢拄则 Freddy 已經替我講足大部分去30當前有一寡人因為看到這個台語漸漸無去因就來出版一份台文的雜誌一個月一擺一擺一期出8頁講安尼要來救台語這敢可能？這敢毋是親像這個人起好地咧戰風車安尼遐尼好笑戇人咧做戇事啦其實是無遐簡單啦因為因遮人是有經過真認真的思考甲檢討因要知影講為什麼這項代志會發生
是好代志，还是歹代志？对因个人、伊的朋友、伊的家庭，甚至伊的社会、国家的影响伫对是大。因真紧就了解，这个语言的代志，其实牵涉到足侪物件，社会的公义，因做人的地位，因食头路的机会，因人权的问题，因家庭的温暖的问题。甚至国家的安全，种种拢摊做一伙，拢有关系。所以，毋但即几个人啦，其实迄个时阵，台湾国内外嘛，侪人想到即个问题咧探讨，一直到今仔日，搁较侪人咧探讨即个问题，包括今仔日。咱在座的每一个人，总是今仔日这个问题变做更加迫切，比30年前讲起来，所以咱若要讲这个台湾通信这个物件，是一个语言的运动，这无毋对，但是其实伊牵涉到的范围更较宽。咱会使看讲是一个为着关心社会、关心咱的国家、咱的家庭、甲族群的这个运动，甚至是咧探讨讲咱做人的普世的价值。有人讲世界6、7成的语言。你失去一个、两个，咱哪有啥关系？这无毋对。你若为数字来看，这无要紧，完全无要紧。但是你若甲想到这个社会的代价，家庭的代价、个人的代价、族群的代价、国家的代价，这是一个，其实是一个真要紧的问题。今仔日。我看真侪是少年的人来参加这个会，伫台湾通信出事的是，因可能还未出事，也有一寡是拄则做人老母，亲像拄则 Freddy 安尼，因，我想我要来。代表老一辈的人来甲因比大头母，甲因行礼，因为我想因可能拢知影，因毋是工人在做公事，因是台语甲台湾文化的希望，多谢大家。多谢吴医师吼，咱即马要做伙来。听一首吴医师伊写的诗，因为这首诗叫做《永远的故乡》，有足侪人甲谱曲，咱今仔日吼，咱要来听王明德先生伊谱的曲吼，《永远的故乡》。我
主只咱听到的这是迄个永远的故乡这个曲。伫个即个时阵，甲大家报告，就是讲即个诗《永远的故乡》，陈雷先生的作品是刊伫台湾通信第15期。台湾通信第15期来刊出陈雷先生《永远的故乡》这块诗。落尾有经过无共款的作曲家来谱曲，转变做咱听会到做者合唱团做者即个歌手、声乐家伫演唱的《永远的故乡》，这是早期台湾通信的作品。接落来，咱要来邀请第二个即个主题演讲者，是即个黄美芳教育台三社道的即个阿华。米芳华要来甲咱简单讲伊的一寡想法，咱请阿华。安尼我有出来未？我无看到我家己的面。哦，有啊。有啦，有出来。台湾通信的各位优质各位先拜，我米芳华今日真欢喜嘛小可紧张伫遮参大家同齐来庆祝咱即份真罕得有的台文的刊物30岁的生日，比我较少年5岁。拄则讲是毋是讲一寡少年朋友伫台湾通信发刊的时阵，拢无出事。有啊，我出事，我咧包着凡事搁咧包着珠今仔日阿慧老师吩咐的即个题目叫我讲网络自媒体时代安怎来做语文的运动实在讲起来，我要讲即个题目，我感觉足ideal，因为头起先咱先来行一件问题，
就是讲，虽然自媒体时代是一个人就一个媒体啊，不过咱安怎伫即个时，咱伫即个时代，大家想要做媒体，譬如讲你 YouTuber， 譬如讲你想要做 Podcast， 你尽量想要做到什么程度，当然是愈侪人看愈好嘛。啊，不过咱即摆要豆豆啊接受一个事实，对少年辈30岁以下的台湾人来讲，台语袂输是外国话，是一个大家听无的语言。所以你要安怎有可能伫台湾你想要塞一个袂输外国话大家听无的语言，同时你有搁做甲另外一个目的，就是互你做出来内容，不管是 Podcast 还是 YouTube， 有真侪人来看，真侪人来听，这两个目的根本就是相假。你无可能又搁用台语，又搁真侪人看，无可能。这两件代志，这两个目的是相冲突，是相假的。所以，尾后我甲想想的，我感觉我有需要伫遮甲大家指出一个，这是一个迷思啦，就是一个你若想讲，咱用台语做出真趣味的内容，咱就有法度救台语，互大家拢倒来用台语讲学台语，这是无可能的代志。哦，我安怎甲你论证讲？这根本就无可能，安怎甲你证明讲这根本就无可能？譬如讲，咱来想，咱要安怎互规台湾的人拢讲日本话？哦，你若想讲，即我拄则讲的迄条路，咱用媒体的力量来做，媒体就是做出一寡足趣味的内容，拢无甲你逼，拢无甲你强制，就是用足趣味的内容，请你来学。安尼，即摆日本因规个国家红啊、青甲蠓啊，规个市场斗起来，强要甲规个台湾的经济体变大，遮尔大的产业的价值。遮尔大的市场，遮尔侪无名无一个画蠓啊咧做红啊青人，规个日本哦，吼，毋过你正甲看，敢有规台湾人拢会晓讲日本话？台湾会晓讲日本人算是侪啊，毋过规台湾，你行出去街路，你甲凊彩一个少年家讲日本，伊敢会晓？袂晓。所以想讲，你做出趣味的内容，就有法度请别人来看即件代志。那准讲，咱今仔日的目标是互台语文的使用者转来去到伊应该有的迄个水准，就是规台湾人7-8成会晓讲台语。以这个目标来看，你想要用趣味的内容来吹杀，这是无可能的代志，绝对无可能。那有吼，那准这条路讲会通，即摆应该规台湾的少年家拢会晓讲日本话啊。啊，事实是，反正规台湾1%-2%的少年家会晓讲日本话，这是有的。吼，毋过你要登去到台语应该有迄个水准7-8成，这是无可能的。所以趣味的内容安怎来塞一个语言？咱爱接受讲伊的紧绷，伊的极限，吼，伊行到上紧绷这条路，用趣味的内容来塞一个语文，行到上紧绷，就是1%至2%。吼，咱爱接受这个事实。咱若是想讲要用自媒体时代做趣味的内容来塞台语，咱的台语的紧绷就是干那剩1%至2%尔。吼，我认为是安尼。所以。哦，亲像我一直到今年差不多春天为止，我阁有甲阿勇咧做一个迄个节目，做英达 Express。啊，毋过即摆停起来，就是虽然我家己感觉做即个节目，我家己学着真济，吼啊，相信咱在场应该嘛真济人有咧看。毋过做我感觉真有价值，真趣味的内容，看的人伊差不多紧绷，就是停伫3万人，就每一集影片出来就是3万人咧看。啊，以即个人数来讲，你。大部分自媒体有应该爱发挥着影响力，其实拢行袂出来。譬如讲，敢有一寡厂商来互你代言，还是讲有一寡别个平台、别个媒体来甲你参详，讲是毋是你做出来这有内容，摕去阮遐放，互更较侪人看到。这代志伫2-3万人的观看数，这个 level、这个层级、吼，这个坎站、这坎的，其实拢未发生。所以做起来伤忝，啊又阁无发挥着我甲阿勇所期待迄个影响啦，所以即摆就是先停起来啊。啊，咱来看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讲啥，就是讲，即马全台湾大家上会晓迄个北京话，差不多共款做迄个节目上出名迄个嘛是，我英达 Express 打出来有人定摕我甲迄个节目来比拼，迄个节目咱台湾话甲念出来做809，吼，就是华语文念出来就是809哦，这个名，吼啊，伊共款是。台英双语安尼咧讲一寡新闻，啊加因家己一寡意见。啊，当然讲我甲阿勇啊，反正是对人袂着。譬如讲咱，譬如讲阮讲话较无因遐趣味吼，生了较无因遐水安尼，这当然是一定有诶。毋过我上主要就是要指出讲，你想要靠做出趣味诶内容来塞台语即件代志，你天生就是无可能诶，吼，自本就是无可能诶。啊，当然譬如讲，我即摆讲话足细致，因为我即摆若是讲到一寡有咧做台语文的工课，反正因作者本人拢有伫咱现场。譬如讲，我即摆要讲的是，我家己逐工有咧听的2个 podcast， 叫做
台湾人、台湾事，甲逐工一北天文图，这拢是足好的内容，足赞的内容。我个人的意见，这两个 podcast 若是用华语文做出来，伊观众的数目上无是即摆的10倍，应该有10倍以上。这两个 podcast 伊的内容，完全同款的内容，若是换做华语来讲，伊的观众应该是即摆的10倍。所以这变做一个互人足头疼的问题，你到底是要爱观众，还是要爱台语？这两个物件是相隔的。吼所以大家收伫遮，今仔日我的时间嘛差不多5分钟至10分钟尔。我上主要伫自媒体这个主题小可我伫遮收刷者了后，我煞来讲一寡我最近个人咧想的代志，就是我最近咧想的，我个人感觉，毋是讲我邀请大家咧对我安尼做，毋是我个人感觉，刷落来我的目标是讲起来真歹听哦，毋过是主动来制作一寡冲突。吼，这个参像我2-3当前，甲一个朋友冤家，伊讲你哪会用你安尼讲一寡互华语人看到会生气的代志，就安尼甲你写伫你面前，大家看到就会生气，安尼来制作冲突。我讲2当前，迄当阵我就甲伊应一句讲，你看即摆遐香港人是毋是嘛咧主动制作一寡冲突？你敢会讲因做的代志毋对？哦，事实毋是安尼，因为香港人因是徛伫迄个较私密的迄边。咱台语即摆嘛是徛伫较私密的迄边，咱若爱有风度，咱拢无爱有冲突，这是占赢迄边的人咧做的代志。咱台语人即摆毋是徛伫占赢迄边。我前2年去献一寡政府统计的资料，吼，我即摆讲互大家听。我伫我遮讲话这10分钟的时间内底，规台湾都有5个台语人当去做神，都有5个自细汉讲台语的母语人，讲甲足认真。讲台湾话拢唔免伤地讲出嘴的5个遮尔纯的台语人，伫我讲话这10分钟内底已经去做先啦。吼，伫我讲话这10分钟内底，同时又搁有2个干那会晓讲华语的囡仔出世，每2分钟都有一个台语人死去，每5分钟都有一个华语囡仔出世。时间完全无徛伫咱这边，咱是徛伫输的这面，咱毋是占赢的这面，所以保持风度、保持礼貌，毋是咱台语人应该来做的工作。我毋是鼓励大家制造冲突来。我是鼓励大家讲，我是希望大家讲，若是看到一寡咱台语文的优质，主动咧制造一寡冲突的时阵，莫感觉因做毋对代志，莫对坏华语人来嫌咱家己人，因为占输的这边，咱想要改变这个局面，咱一定爱一直制造一寡冲突，就亲像2当前到今的香港人，拢也是安尼，吼。另外上尾甲大家报告一件代志，就是我嘛。做老爸啊，我的囡仔3岁，哦，这听起来足奇怪，因为迄个详细的情形有淡薄仔私人啊，无要直接甲大家介绍，就是我即摆有我家己一个家庭，吼我有一个3岁的囡仔，我最近开始的一个计划就是我要教伊讲英语。我凡说伫半冬后，若是这个囡仔伊的英语小可会哦，这个囡仔自细汉，互因老母家己一个人咧带的时阵，到打3岁，伊拢是全台语100%的台语。这个囡仔听华语也听无啥有，伊是100%的台语囡仔哦，所以我即摆咧做的这个工作，就是甲一个3岁的全台语的囡仔安怎教伊会晓讲英语，这是我即摆目前生活上大地的这个重心啦吼所以。半冬后，你凡是会看到我出安尼一寡影片来甲大家报告讲，我的主题就是安怎教台语囡仔讲英语。吼凡是有另外一个标题，我即摆咧考虑的就是为民进党政府示范正港的双语教育。就是我心目中台湾人的双语教育应该是台英双语。民进党政府不爱做，我家己来示范互恁看。所以这凡是半冬后恁会看到的影片，就是安尼。上尾就是我刷来我咧想的即个教台英双语教囡仔的即个家庭教育即个影片，我是啥那要安尼做嘛？是有其中一个心肝内因素是，我想要教蔡头粿拼拼，拖教因囝蔡头粿，就是迄个钓着什么教育部什么本土语言什么催促奖结果伊教出一个完全袂晓讲台语的囝，即款人我想要甲伊拼拼，即款人伊伫 YouTube 有100万观众，咱无，我敢若差不多10万观众所以。这是甲大家报告，我刷落来，家己咧想，家己想要做的代志。上尾一句话，希望甲大家互相来勉励，就是虽然讲做台语文的工课，咱甲因战甲因拼，这嘛是真重要的工课，无毋对。毋过希望大家有另外一件同款重要的代志，希望大家莫袂记哩，就是咱爱过幸福的日子。咱莫因为讲伫中华民国做一个台湾人，都活甲遮尔可怜。
咱上重要的代志就是，咱讲台语有关是爱活一个幸福快乐的人生，活互因看。安尼，我认为这件代志甲台语文的运动并重要。咱毋是遐可怜的人，咱讲台语、写台文，共款会用你活一个幸福快乐的人生。感谢大家。多谢华师吼，多谢嘿呀。咱即马刷落去吼，咱要邀请迄个台湾罗马尼协会的张福珠医师来分享。张医师，你爱开你的。有啊，我开啊。大家早早暗安午安。我是张福珠。梁光兄交代我伫遮报告的代志是，蔡英文总统对咱所做的遮个台语文母语的运动，蔡英文总统有真认同。所以最近3档内，伊拢总有互咱过3张的即个公开批吼。一张就是咱2档前伫 LA， 伊替咱录影，迄大家拢知影。搁另外一个是旧年，搁一个是今年。梁光兄爱我伫遮甲大家报告即个代志吼。事实上我爱坦白讲，就是这其实毋是我个人的。拍拼就到，上要紧的，就是咱在场的周清玉馆长和姚嘉文院长，因伫总统府的拍拼。梁光兄交代我讲要创啥，希望讲总统甲咱赞声，所以我就写一个参考的文稿，请周馆长甲姚院长送互蔡英文。这3摆蔡英文拢有真正甲咱斗相共，有写批甲咱祝吼。但是你看到迄个蔡总统所写的，这拢是中国式的八股文啦，吼，咱就足无满意吼。毋过总统就是安尼写，就是安尼甲大家简单报告，多谢。好，刷了，咱就要来邀请即个现任的台湾母语联盟理事长周清玉女士，也就是拄则所讲的进前捌担任中华馆长甲有即个成立关怀文教基金会现在是嘛咧承担即个。中华台语文创意园区这个工课的即个周清玉女士周理事长本来伫咧即个古早咧拍拼即个推杀性别的即个主流化的即个工课即马嘛用共款的即款观念要推杀台语文的主流化的工课，咱即马就邀请周理事长来讲几句话。各位海内外乡亲大家好。我是周清玉，伫遮咱真欢喜，台湾通讯已经30岁了，咱想着讲30年前，伫千万里远的海外的乡亲，为着咱家己的故乡台湾，来创立咱的台湾通讯。我想伫这中间，咱会知影讲，这是我恁高的感情，有我恁济的智慧。我恁济勇气会使讲这30年来继续对海外甲岛内的同志大家做伙拼势为着咱的台语，为着咱的文化，为着咱的台湾，为着咱的民主继续伫咧努力。阮感觉讲这实在是互咱真济的感动真济的尊敬真济的感谢今仔日30年30岁我是讲，看到即个台语文化的即个血脉会当流传直直落来，我是讲，这是一个足要紧的一个血脉。咱想讲，因为有遮的努力，所以有后壁，咱大家愈来愈侪的人会觉醒，愈来愈侪会加入。我想讲，咱台湾的语言、台湾的文化，
台湾这个土地，台湾这个人应该伫世界一定是发光，一定是有真光明的代志。我个人，我想大家知影，我是姚嘉文的家后，讲来是真歹势。检采是因为美丽岛事件发生了后，我较真正去互伊惊着，较真正去了解着台湾人的命运，遮尔苦痛的即个命运，真正去了解，所以嘛真正所谓讲，着无其他的选择，甲军队骹步安尼行落来吼，继续行伫即个民主运动的即个队伍中间，伫遮伫我担当尾后担当中华县长负责中华县的即个县情的中间，我也派4个老师，小学的老师去清华大学对着陈良伟教授去学台语，去学台文，所以倒来做中华县的政治，伫遐推动。我伫县长的任内，原来去推动即个乡土的教育。伫迄个中间，咱的台文通信有即个伫中华县有即个读册会，就是嘛是即4位中间的遮老师来负责做推动的，所以伫30当前就继续延续到即马。伫即个中间我无担当县长了后，就继续用关怀文教基金会推动即个台语的演讲比赛，延续28档吼，拢无去停线吼。所以即个我想，原来是受到大家足济的鼓舞，我只不过是对着大家的骹步，安尼继续伫咧推动过。目前我关怀文教基金会继续努力咧推动这个工作无煞。伫咱后礼拜开始，嘛阁有线顶会继续暑假17场的即个 Google Meet 的即个台语的即个推动的即个演习，阮当然欢迎大家做伙来参加。同款咱原负责即个母语联盟，伫遮阮的前任的理事长前后咱的信函咱的迄个清华教授等等拢是以及各位足济会，拢是咱的成员。母语联盟目前是有6个团体会员，有51个个人的会员，大家是联络，会使讲台湾各界或者台语文界，阮其他拢会当连入来。上好是需要大家拢做伙连，阮认为讲必须要大家做伙团结，做伙推动，即个力量才有够。单独我想大家人拢足认真、足拼势，伫无共的主题在努力。但是必须要连结，人数济，佮扣活来，佮真正做伙合作，才会当强做力量。我想咱对着伫台湾整个的历程推动的过程中间，咱会知影，必须要都爱有努力、有团结、有合作，才有可能会进步。这我想大家会当知影有太济的即个经验。咱母语联盟即几年，我想看会到。咱已经有努力着国家语言发展法的推动，嘛有努力着咱的台语电视台的成立。但是讲是安尼，事实上，若凭着客语甲原住民，我想迄个组织合法以及伊的组织成员有算，我想是天差地，迄个比例也是完全无成比例。咱需要佮继续伫咧努力。中间，所以伫遮我想讲，我该讲的，咱目前关怀文教基金会负责伫中华县，我做县长收回来的3个军营的其中的一个，有14公顷大的一个公园，一个营区，伫遐推动咱的台语文的创意园区，毋是全部，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但是已经互咱有一个基地，正做讲起来。建设是台湾唯一的，目前唯一的台语文的园区。这个是属于咱正人的，所有大家人的，请大家做伙灌溉，做伙努力，做伙规划，做伙推动。这个希望会当发挥更较大的这个功效。伫遮
要结束以前，我想有2项我特别要讲的。多谢前辈大家一路来大家做伙的努力，绝对有成绩，但是发挥的会当搁较大。所以拜托，咱一定爱所有的会当连接的，大家人拢爱连接掉咧。毋管是个人，毋管是团体，毋管是倒来，毋管是海外，甚至今仔日会当安尼遮尔济人伫无共的所在，虽然有遮尔大的困难，但是咱大家只要有心，只要努力，就做会到。这点我是感觉必须要做，请大家会记哩，咱一定是爱团队，才有法度通达成目的。这是第一点要拜托的。第二项，我想其实过去咱嘛有真侪人咧努力，但是我感觉还无到完全的落实。所以我伫遮特别，其实我伫咧我的头壳内，阮有哪有办过，但是我也无到成功。所以我即摆借即个机会，要搁甲大家拜托，甚至对今仔日开始，咱大家拢做伙来加强。头拄仔 Freddie 嘛有讲因是一个台语的家庭。拄共款，甲我要讲的共款，咱逐个拢讲母语，拢讲台语。伫咱台湾，咱的台语应该是绝大部分，但是即马检测有的人就无当作台语是伊的母语，因为囡仔根本就袂晓讲台语。所以伫遮我想讲，足心重要拜托大家，是袂当大家真正自我来宣誓，而且你家己的家庭，就是我相信在场一定是啊，但是我感觉就是爱搁一遍的宣誓，个别咱家己是台语的家庭，然后每一个人，毋管是每一日，还是每一礼拜，甚至是每一个月，还是每一年拢无要紧。你该认定讲，你要努力伫你的家庭内面是台语家庭，然后认真去招去找，互其他的家庭的人会当一定抑阁足济是台语的家庭，但是。互伊知影通确定努力一家庭一家庭拢去找出来，然后咱实实在在一脚步一脚步拢去落实，那逐个人的台语家庭徛会在。我想咱的台语、咱的文化、咱的台湾一定是发光，一定是光明的。用安尼做咱互相的勉励，多谢。多谢。阮这听无你的声呢，阮这啊听无你的声。OK， 咱原本是迄个微文老师要煞分享，但是咱即马来一个特别来宾，我相信有人伫金毛有看到吼，伊是半时间来的，伊真正是特别半时间来，我甲时间交互阿辉来介绍咱即位特别来宾吼。其实大家拢是特别来宾啦。别位委员伊其实伫咧即一2礼拜的联络内底，一直拢表达工作想要来吼，总是就是行程一直拢有一寡即个变动中歹巧吼，所以拄则有讲就是尽量要来，即马来吼，但是听讲差不多搁10分钟就爱走的款吼，所以真正是好，咱即马别位的即个要分享的物件，我想就互伊家己讲，伊足有名的吼，大家拢知影伊。看即个用台语来质询吼，用台语来问政的即个单别委员要甲咱分享啥物，时间交互伊吼。各位前辈，大家晚安，大家好。我实在看到大家安尼健康平安，佮加上拄则各位前辈分享，其实听会足感动。那歹势啦，正话较参加主要即阵大家若有咧看台湾的新闻嘛，知影其实我拢秘了足好个，用叫高龄交代讲即摆先秘一站嘛，撇一下风头的。但是吼，咱实在是足骨力咧经营基层啊。坦白讲，作为一个政治人物吼，安尼用台语讲足青狂啦，嘛有人讲足热潮啦吼，就是讲算足搞怪的一个政治人物，莫名其妙吼，一个土走入去即个墙栏内底啦。那不离个现场，我看到足侪前辈吼，包括老馆长包括咱伫加拿大的国见兄吼，因为足侪。我拄则阁有看到，应该是对啊，有足侪苏格兰的 Jenny
啊，当然，佫有咱伫台湾替咱华家的方慧老师，啊，有若有遮吼老中青啊三代的台语使用者，啊，咱继续伫台湾这片土地，啊，以及伫海外各个国家，吼来继续甲大家讲，咱有一个真美丽的语言叫做台语。那作为一个，坦白讲，我毋是算母语的使用者啦，啊，但是我大概分享一个，我用台语参政，啊，以及着即当我。我观察到小可的改变，以及着我较早咧做文化工作的时阵，观察的一寡现象啦。我想台语歌上流行的时阵吼，伫即个戒严时代了后，阿扁啊，迄个时阵算足侪流行歌曲，包括500虽然讲伊即马到底是有要伫中国趁钱无，还是包括迄个时阵连刘德华要来台湾发唱片，就爱唱一杯酒两角银。迄个时代是台语文化。伫现代化了后，算20世纪、21世纪，会当伫世界上用即个所谓流行文化来探的一个方式。那包括电影呢，我家己的本业，大家当发现讲伫台湾电影历史上，我想，较早吼，恁拢会发觉着讲，咱即卖的戏院，不管是北中南啊，拢比较早佫较少足侪。那事实上，现代化了后，有人会牵拖讲，2001年台湾加入 WTO 了后。所以咱的即个电影吼，受到外国的即个好莱坞的倾销啦吼，所以导致着咱拢爱看外国人的电影，袂爱看台湾的电影。但是你若上即10年、20年来看，事实上前10名的票房吼，差不多有7名拢是使用多元文化的语言。就是讲台湾人使用台语即件代志，咱毋免分本省外省，嘛毋免分啥物先来后到，包括原住民。包括即个客家人，事实上台湾使用台语、听有台语的族群，我定讲吼，这甲咱的基地共款啦。你若有去想，你就会记你雄雄的想着讲哦，原来我会晓台语。你若无去想哦，就亲像囥伫拖仔内底，你要甲拍开，袂记你家己会晓使用台语啦。所以伫即个所谓市场顶悬，伫大众文化顶悬，以及伫政治舞台顶悬，咱爱安怎款来实行？会当互少年朋友，会当互即个一般的大众，感觉使用台语是一个足 fancy，有市场有 market，而且是一种流行，会当互大家来即个追随的。包括即一年我看到足侪网红，已经毋是用过去迄种坦白讲，我讲较粗叫错干辣椒的台语啊，包括咱的阿华西。包括咱台语文以及着即个外语的使用者，我拢定讲，你也看台语甲英语做伙讲，是一个足浪漫的声音嘛。所以咱少年辈一代一代甲传落去，希望讲会当创造一个流行，创造一种文化，互大家来对。那这是我对一般大众的一个算梦想啦，嘛袂当讲是期待。那伫我的本业的工作内底。台语有足侪体制内的困难，以及着坦白讲是行政官僚的一个较古早的想法，就是咱即摆安尼着好好啊，毋免着改变啊。台语是安那要敢有上课，敢有法度甲国语平坐课啊，还是讲艺术安怎？那遮个工课，咱事实上咱有即个咱主议题啊，有若含迄个方慧老师遐拢，咱有一个助理，就是专门。咧处理台语相关的申请，以及着法律的法案的研究。那伫遮嘛爱甲大家拜托，如果你有想法，或者是有法律的专长，以及着对台语文伫台湾法律体制顶悬的期待，拢真欢迎。透过咱的办公室，甲咱的办公室当作是恁家己的办公室，来使用。因为事实上，我平常时不只是台语文的推广，你也知影我真。我讲较坦白的，我就是去互中国国民党针对啦。虽然去互因针对，我是足欢喜啦。但是问题是，一般的大众毋知影即个政治的攻防以及着中国国民党过去对包括台语文以及着各位海外的前辈的压迫甲苦难的受苦受难啦。所以我想即一代即个政治的拖磨，咱来承担。但是伫即个同时，我嘛希望讲会当透入的，不只是一个立委，我知影。包括咱有独明的前辈，包括俊宪甲拄则来 Freddy， 包括着咱对台语文真关心的，咱讲中南部的立委，甚至是无共党的，有可能是小党或者是其他的即个
对咱台湾多元文化，咱着一步一步、一块一块甲切过来，啊，甲这力量哦结合起来。我知影最近通过是即个12年的教育内底，拢爱逐礼拜有一节的母语课啦吼。那抑阁有一寡包括委员会的议程分配，包括着考试。包括着闽南语正名吼，因为大家真歹势，我嘛知影叫台语啊，但是真教育部的抑阁叫做闽南语的。这个工课咱拢有真认真咧推展，包括咱的交通的漂移吼，咱事实上阮嘛下交通部过去交通部长我咧甲因协调，包括讲即个玉井敢会当改叫大巴年吼，也是讲即个三条角敢会当改叫圣地亚哥。这不只是台语吼，甚至是会当讲是台湾号名的时阵用汉字来号外国名，即种。即个咱甲台湾原本的美丽来呈现出来，拢受到行政部门坦白讲真大的主动。啊，但是我希望讲，亲像我拄则甲大家拜托的，如果你伫体制顶悬，伫中华民国体制顶悬，啊对咱少年朋友也是讲对这本土政治人物有期待的，会当透由着咱的不管是我个人的，或者是其他相对本土派的即个民意代表来甲咱斗出力。我希望讲，结合众人的智慧，慢慢透由着世代，咱安尼一代一代传落，会当继续甲台语文，伫台湾即个岛屿顶悬，甲伊执行，互伊愈行愈长，愈行愈好。歹势啦，较占权嘛，较占时间。但是我伫高雄选议员的时阵，包括有拄到一寡前辈，包括一寡坚持使用台语的。使用照18年开票的时阵，洪辉老师嘛甲我抱做伙好，我是无好啦因大家拢咧迄个时阵，就感觉着家己对即个复兴台语文有一个革命的情感啦。所以我即世人我想我拢袂放弃即个感情。我会希望讲继续坚持作为一个台语的使用者，来甲因继续即个算。毋惊落土烂啦，只求基好代代传。伫遮嘛，请大家多多包涵，因为我的台语事实上无大家想的遐尼好啦，所以有足侪物件拢是南参做伙讲的。但是我想，包括阮阿公啦、吴乐天啦，包括这前辈老师，拢对我影响真大。我会继续努力。感谢，谢谢，台湾加油！大家平安，多谢。多谢 ，Thank you 哥伊最近。咱知影拢伊有拄着罢免案，所以咱一定爱当即项代志大声甲伊支持啦一定绝对袂使互伊咱罢免这是足重要的代志。咱即马刷落，咱要请成功大学迄个台语文学系系主任蒋维文教授来甲咱分享。好，小阮这搁咱线顶空中所有的友志大家好，大家平安大省呢，针对咱台文通信伫30当前来发行我讲一下我的看法当然这是真重要的就是讲1991年迄个时阵呢台文通信算会使讲是算真早就开始来正式办即个报纸伫真重要的时间点呢开始发声这非常重要因为有当时呢。即个伫国内的人呢，逢嫁做奴才做久，毋知影要做主人呢。有当时呢，就像即摆即个中国肺炎安尼共款呢。有个人去为着中国肺炎，毋知影芳草的片无。所以呢，咱迄当时伫90年代拄开始北控甲9控的时阵呢，真侪台湾人伫即个国民党的即党国教育内底呢，文化的芳草嘛片无咧，对着即个母语的芳味，伊完全片无咧，毋知影家己母语的好处咧，所以有当时爱游伫海外，比如讲伫美国，还是讲伫日本咧，游海外只较清醒，无去互国民党投毒投甲遐深的人来开始发声，这嘛真重要，所以我感觉即个1991年咱台文通信是真重要，拄啊迄当时。咱台湾改严无偌久，开始准备即个文化运动，因为一开始拢是较针对政治的部分，拄好开始为
台文通信才开始呢，对着即个文化运动，特别是以母语做起吼，来开始发声，来开始有一个即个正式的刊物的发行吼。我想这是非常的一个重要吼。啊，过来就是讲，咱台文通信毋是干那发行一个纸本的刊物尔，上重要的是伊个带动即个草根的组织哦。咱迄当时台文通信发行无偌久了呢，嘛开始90年代伫即个全台湾开始有即个做即个台文的写作会哦，鼓励各地区遮的台文通信的遮读友呢，会当组织起来吼，逐个月还是逐礼拜会当有一个读者的联谊会吼，这嘛是真重要的即个草根的组织呢哦。有即个草根的组织呢，咱台语文才行会久长啊。哦，所以包含咱即份报纸呢，即份杂志呢，嘛才会当行会久长吼。到今的话，为改严以后，我会记得90年代迄当时除了台文通信之外，陆续嘛佫有真侪台语文的刊物有发行呢。毋过迄当时90年代所发行的台语文刊物，到呾也有继续的，看起来敢若咱台文通信甲即个网报合作会即个台文通信网报敢若即份刊物会当发行到今呢，这是真无简单吼。所以呢，我想咱大生爱真肯定台文通信长期以来一方面发行即个刊物，逐个月咱继续发行，过来即个草根的组织当然即个咱早期呢，陆续拢是主要一开始拢是用即个汉语书写吼对着白话字，因为咱虽然讲20世纪初期迄当时白话字的发行强紧呢，但是到战后了呢，开始用禁止互打压了，小可有失传吼，小可断正去所以呢但是即几年咱台文通信遮呢，佮甲台乐会有结合有一个台乐会一个交流道，用转白话字的即个方式来发行。我想这嘛是有真大的一个时代性的意义这真正有真大时代性的意义当初时咱透过白话字创造出比中国五四运动搁较早或者台湾的新闻学出来这段历史，这是咱爱做甲珍惜的这是真好的一个咱一个历史的一个宝物的咱19世纪尾就开始用白话字用白话的台语来创造台湾文学，比中国五四运动早30几档这个历史传统咱一定爱传承落去。咱若甲白话字放杀掉等于咱是甲即个传统放杀掉安尼变成到尾就拢是中华民国去拍的，拢讲台湾的新闻学呢是为五四运动咱受到影响才开始的，咱就落入因的圈套内底所以我想咱台文通信后来增加即个台乐会即个交流道用转的方式，即部分呢，这嘛是真重要好，以上呢，我想我就先针对即个台文通信即部分非常的肯定嘛，感谢讲30档来陆续咱遮尔济参与到遮编辑另外遮编辑搁遮读者会斗相共。最后我嘛要呼应拄则嘛真侪人讲着其中咱迄个彭美芳阿华西讲着即部分我想这就是咱台湾的一个真不幸的所在啦就是讲即个行销管道呢，拢落伫华语派的手头咱台语界的手头呢，拢换袂着即个行销管道啦所以你就算有较好的物件，你就亲像讲，你的物件虽然毋是好，毋过你若铺伫西门呢，因为逐个人差不多真侪人拢去西门呢，伊拢会看到物件呢，不管你好歹，伊就看到伊就好，会当买呢，伊行销管道做好呢。但是呢，咱台语文呢，的管道拢做歹，拢伫巷仔内，拢是迄寡较无人知影，所以像阿华西甲阿勇因做的节目。虽然做好诶咧，毋过看诶人足少诶。其他话录个缩个诶，凊彩黑白体诶，都用华语凊彩体，但是伊诶观众足侪呢。所以即个行销管道无公平诶即部分不只是伫即个传播界呢，包括咱伫学术界嘛共款呢。学术界内底，比如讲呢，像咱即摆咱成大今年呢有真大诶突破，就是过去呢。台一国文即门课拢干来当用华语来上尔。经过阮几若档的争取，佮包括学生出面去争取抗争了呢，总算今年大学国文会当互台语文入去毋过看起来
看起来足公平的哦。毋过其实实际上嘛无影真正是达到公平的。伊过去迄个历史的爆发，因互中文系加请足侪人的，所以因开的华语课会当开40-50万的课呢。啊，咱台语会爱家己用家己的经费，因中文的是以前用公家的经费请足侪专门着拢互你开中文课，用华语咧开的，所以因一学期拢咱开40-50万咧。但是今仔日阮台文系要来支援台语课，着安怎爱用家己的系经费来开课，所以阮干咱开4门课尔，因为40几，所以是差10几倍啊。所以表面上看起来讲足公平啊，伊嘛要互你开课啊，毋过伊个规个制度要是拢保护着华语的，哦，所以类似即种的情形咧，咱嘛是爱去继续拍拼。即部分体制来改革咧，可能就是爱请咱产 Q 立委即部分才甲咱斗相共就用为体制顶头为立法去甲施加压力，即部分嘛是爱请大家来斗想看卖咧，看要安来斗处理好，以上咧就我的感想提供互大家做参考，多谢大家。感谢，嘛是即个做台语文运动嘛是差不多要30档咱的少年教授蒋教授的分享煞落咱要来邀请另外一位少年教授是咱台中教育大学台湾语文学系的何信涵老师来甲咱分享一下。我好。迄个各位先輩啦，各位友志大家好啦。迄个等迄个佩仪兄还未走啦迄个佩仪兄，咱迄个啥台语界拢是真听你嘛，所以你若需要啥物斗相共，大家做伙出力啦，还是啥物所在你才甲大家才甲阮讲啦，阮一定会相听安尼啦嘿，好即个。台文通信30周年啦，因为我即马我感觉这是足有意义的一项代志啦，所以嘛其实真欢喜今仔日伫遮甲大家做伙。啥怎呢？因为最近我有去邀请要写一个简单的几页尔啦，差不多20页左右的台语文学的历史的小解安尼啦所以有搁倒来看一寡早前的物件伫过程当中其实嘛毋若是伫即马我读的过程啦，伫我教册的过程当中有2本杂志啦互大家印象上深啦学生，一个就是嘛无一定是杂志，就是报纸杂志嘿。第一份就是府城教会报，就是以前咱的教会公报。因为我大概若甲教会报内底内容带互大家的时大家就讲哎哟。早前的即个台湾人啦100外当前，就咧讨论医学，就咧讨论科学，就咧讨论各种的议题，用台语安尼，所以我感觉大家拢感觉讲，哎哟，足意外安尼啦所以互大家会对台语产生肯定，就是讲早前大家拢认为讲台语敢若会当用来日常生活讲迄种上基本的生活的物件，袂当用来讲知识性的物件、先进的物件、科学的物件但是。教会公报若一读出来，大家就拢就是鸡喙变鸭喙就对啊，大家就拢信啦安尼。大家拢讲若用即摆少年人的讲法啦叫做跪咧读啦跪咧读就是伊足肯定、足钦佩的意思安尼啦教会公报第2本啦我感觉第2个互大家反应足大的嘛足有回应的，足有意义，就是即本台文通信啦，即个台文通信。1991年创立嘛即个台文通信，我感觉上特别的，也是讲我听到回应，感觉上特别的，就是伊毋是一本纯文学的杂志。咱战后差不多较比台文通信较慢一丝啦，有足侪迄个台语文学杂志，就是纯文学的杂志产生嘛。但是即本杂志台文通信甲因无共，台文通信伊是真多元的，就是伫内底嘛有讨论医学的问题，嘛有讨论台湾地名的问题，嘛有讨论台语到底要安怎书写的问题。迄当阵嘛大家有咧讨论讲，是毋是有一个统一的拼音啦还是讲汉罗书写偌济比例啦就是讲，伊个议题足多元的啦，足多元。甚至伫14世纪的时伊有做一个民意调查，就是讲民意调查调查出来的结果是，迄当阵看台文通信的人，大部分拢真肯定即个多元议题安尼。所以台文通信即个杂志算是伫战后啦，战后即个
杂志内底算是足特别的，就是伊的议题真多元，嘛有讨论到科学的物件、知识的物件，知识的物件，就是互台语毋若是干那当讲日常讲文学，因为咱讲吼语文教育有两个方向，一个叫做美学的教育，就是要甲你教讲啥物是水啦吼，迄就是美学嘛，啊另外一个是沟通，人甲人之间要安怎交流，要安怎大家话讲会互对方听有啊对方嘛听有咱要讲的话，会当说互大家安尼。我看台湾通信伫即内底足赞的，足有意义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讲啊吼，我之前有伫咱可能迄当阵较少人的聚会内底有讲到，就是讲台湾通信啊吼，是足重要的一个物件，是提供咱一个交流的平台。这个交流的平台足重要的，足重要，就是咱台语人目前是弱势就是人数较少嘛，人数较少就是高教差人群。高教差人群的时候，人总是会孤单，会感觉讲，哎呀，我学台语学一步，学几步啊，学到遮好，结果我讲的话无人听，大家拢叫我讲华语就好，啊是讲我写的物件毋知要伫倒位牵出来，我就会晓写台语啊，我连个会晓写台语，结果我会晓写台语以后。要安怎咧？要安怎？啥物人要来看我的台语啦？啥物人要来看我写的物件？搁来就是讲啊感情上咱嘛有需求啊。感情上就是讲，我台语人，我伫遮咧讲台语运动，结果周围人拢讲啊，这无效啦，还是这袂成功啦，这敢有效？语言就是安尼你会足孤单的嘛。所以咧台湾通信伫迄当阵拄啊好提供咱一个足重要的台语人的。而且是海内甲海外，毋是干那海内台语人吼，毋是干那嘛毋是干那海外，海内外共同的一个平台，最重要的交流的平台就对啊。这个平台，互咱袂感觉孤单，互咱知影讲，哎呀，原来有遮济友志是甲咱有共款的理念，所以咱就会当继续拍拼落，因为咱有朋友、有友志、有大家做伙拍拼。啊，过来，咱写的物件，咱想要讲的话有人听，咱就是这。咱有讲的话有人听，咱就会想要搁讲较济咧。咱写的文章若有人看，人嘛会想讲咱嘛会想讲要写较济咧。互台语运动一个足重要的基地啦。你讲一个基地，一个大家会当来遮开讲，大家来遮发表意见的一个足重要的平台。这对任何的社会运动来讲，拢是足重要的这个平台。当然过30冬以后，即马用线顶网络，我看即马已经。就是讲人愈来愈济啦，今仔演讲人愈来愈济。我原本想讲Freddy 讲了是毋是有一寡人专工来听伊演讲就会走啊呢？是讲迄个啥物人讲了，迄撇伊遐讲了就会走，人就会较少。结果无，愈来愈济，即摆已经超过260人啊！伫线顶啊，对，一开始100外，即摆变260人啊！超过260人，所以愈来是愈济啦。这个平台台湾通信，这个线顶 online 大家开讲的平台啦，即马提供，就是过30年了，共款提供一个重要的平台。这个平台互海内海外的人会当聚集做伙。像之前咱有听到迄个几届分享会嘛，一个是迄个美国的迄个台语班第2期的结业典礼，但是伊的老师赞成老师伊是温哥华，伊是加拿大的人，另外欧洲迄边嘛有分享一届因的物件，就是咱互海内外的台语人啦，是讲对台语有兴趣的人，全部拢聚集做伙，而且交流，有一寡信息会当互相交换，有一寡咱需要知影的资讯，也是讲咱想要做的代志，大家做伙相经啦，做伙分享，我感觉这是上重要的意义啦。所以咧伫遮啦伫遮祝福台湾通信30周年啦当然这是大家做伙拍拼的，咱大家做伙手牵手。继续甲台语路行落来，我相信啦我相信无悲观啦，台语无悲观，只要有咱大家做伙拍拼落去，我相信一定会愈来愈车赢，台语的路会愈来愈快。我就先分享到遮，感谢大家。多谢信涵老师咱即马刷落去咱有邀请到迄个太空中心8月要就任的主任吴宗信教授。吴教授我早年台湾通信足早其实我伊就有参与，我嘛要甲访问，我甲郑恒遐捌甲访问。即马咱有看伫 TED 内底伊的演讲全部拢用台语，咱今仔日真欢喜，宗信教授伊嘛有来参与咱即马我甲时间交互伊，请伊甲伊的麦克拍开。
听得到吗？有听到。 OK，秀婉姊啊，我看你的面作是今仔其实足欢喜。其实我已经离开台语文这个已经差不多20档啊吼，差不多18档。我其实应该无够资格伫遮讲话哦。不过今仔足欢喜看到足侪老朋友啦吼，足欢喜台湾通信30档。我肯简单讲我规个甲台语的连结的故事。我本身我是一个科技人吼。我是后个月差不多8月初来接迄个台湾的国家太空中心的主任吼。这个责任不伫重大这个过程其实我用科技人的角度来看这个代志我可能嘛反省吼，就是我其实甲迄个阿华西吼，有共款无共，就是讲徛在我科技人，我一路安行过来。我是90年到美国迄个 Michigan Ann Arbor 读航空的博士，94年毕业，95年年底转来伫太空中心。迄个中我想拄好，我开始有当伊是做台湾通信成立嘛，阵捌迄个地雄讲杨公兄清华，尾当着迄阵苏志明，我阵甲志明兄发展的学习，早转来台湾，伫太空中心，迄阵个洪丁宏丁老师，个温言种友志，个阿仁阿辉，逐个做伙创一个5拍，迄阵讲5拍球台湾足单纯的吼，出差不多13本册吧。我印象足深刻，我阵伫太空中心咧食头路，我会讲这个故事是要互一寡，因为做看内底有足侪比我较少年足侪互恁做参考啦而遐中昼时反而甲手拢救紧去看医生，但是差不多吐3档了，差不多1996开始到99，我98去交通台到即嘛吼，中我嘛有借条去外口产业，创立火器公司等等，无所不至做足侪哦。其实中我嘛有甲朋友做伙创立一个叫台湾联通网，是迄阵拄开始要video on demand 拄开始拄网络频繁咧看，所以你会当看我一直徛在台语即方面一直想要透过无共款的一开始是台湾通信有小参与斗杀迄个台语文字的电脑化，到尾仔迄个5拍。到2000年以后，想要透过网络去用即种网络的广播，甲包括 video 来传播，甲台语台湾文化有关系。尾仔我颠倒去交代了，我要想想，我家己的思考是讲，就甲阿华西讲的，其实影响不止遐细，所以我求转来我家己的专业，所以这20档、17、8档，我其实拢伫边仔咧看，有咧关心，但是无足大。等甲2015，因为我伫咧差不多10几年前开始专心咧做火箭吼，因为我感觉火箭对台湾的社会，台湾若要发展即个卫星的载具，甲卫星送去太空，我想对台湾的社会的冲击会足大，所以我不只专心，带伫2015有机会，迄个TED台北邀请我演讲，我就嘛咧想，迄阵我问讲会当用台语讲袂，伊讲会。伊讲吴老师你家己决定，我就嘛有思考过，就甲阿华西当着讲，我迄阵也是用缅甸演讲，即马迄个 YouTube 可能是200万人看，但是我即马去看已经经过5、6档，其实才15、16万人看咧，就是讲伊的这就是足现实的问题，大家可能爱好好思考者。不过就是安怎讲，足欢喜，我感谢这30档来。遮大家台语文的友志做伙遮辛苦，维持到即马，大家继续拍拼，多谢。30档，咱有要编一本特刊吼，即个特刊编特刊的代志，我交互品质来甲咱报告。品质，你敢会当unmute你的？好，安尼有听吼？好，大家好，我是纪品质，我正住伫加拿大的多伦多，伫即个。台湾通信30档纪念特刊团队内底做共同的主编。台湾通信30年前伫美国创刊，用台语文结海内外的台湾人，也是侪文学作家、文史工作者、社会运动者、语文学习者交流的论坛。台湾通信甲后来台湾通信网报，一直到今仔日，拢是真重要平台。
互大家台语人通组织做伙。啊，我即几年吼，因为拢伫国外，所以回顾台湾通信为海外连接世界各地台湾人、台语人的历史吼，特别有感受啦。啊，佫真拄好，因为我搬来较早台湾通信的基地之一，啊，就是即个托朗托即个所在，所以算讲是真有福气，熟悉几若位的前辈，像陈雷、苏正贤、张秀满啊、叶国基等等。虽然大家拢伫海外游园，为着台湾人甲台湾文化咧拍拼，嘛真多谢夏米兄啊甲梁光兄甲我邀请到做遮个事工，所以招我来做伙做编辑即个纪念特刊，来庆祝台湾通信的30岁生日。啊，我真欢喜，真能伫海外阁有机会来甲大家服务。即种心情吼，毋知甲20-30年前大家伫海外办台湾通信的心情。毋知有相像无啦，嘿，啊，搁台湾通信即份杂志累积真侪文献，真丰富，啊，互咱真宝贵的资源，嘛为台湾语言文化运动做见证。所以，阮按算今年要出版一本纪念特刊，邀请大家来做伙回顾即个记录。啊，即本特刊是吴家明先生，大家其实拢叫伊夏米啦，吴夏米。啊，伊所发起的计划，啊，邀请陈良光、陈雷、陈鸿辉来做总编辑，啊，佫有招陈志定、林碧堂，甲我来做共同编辑，佫有找40几位的海内外的志工斗阵来做。这本特刊嘛，希望咱即马在座列位吼，所有的人做伙来参与。其中一个参与的方式，就是甲咱斗赞助啦，斗广告、斗赞助。计划介绍甲募款的资料，其实即礼拜吼已经公开伫网络顶。本来即个夏米甲志定会补充较详细，但是因为今仔日人足侪，拄啊头拄因写信息来讲，因可能拢无听到大家咧讲话，啊网络无顺，念伊有念伊无，所以可能我就代替因来报告。啊，我即马来分享即个募资的网页，互大家小看一下。啊，迄落若是夏米阁有伫线顶吼，敢若会当甲即个连接搭伫开讲区，互大家看一下。啊，若是无，我敲电话我家己来答。嘿，啊，即个就是目前募资的计划，放伫即个即个平台顶头。嘿，啊，大家就会看到讲，即个设计嘛是真水，有真侪志工大家来斗做。啊，即个设计就是一个批信的。批容的概念，啊，就亲像较早海外一张对海外寄转来台湾的一张批，大家嘛会当甲想做倒饼，就是台湾的台语文的优质有啥物款的想法，甲写落来，寄来海外做即个台湾通信，所以有安尼概念。啊，顶头大家看到一粒迄落印仔吼，啊，即粒印仔中迄个就亲像一粒火种啦吼，是火种的概念，安尼互台语的火毋通花去。所以有即个设计概念，啊，即个网站顶吼已经开始大家当开始赞助，有足侪方案，边仔有写吼，有纯赞助的，啊，另外阁有就是讲你赞助会摕到即本册，这是帮助咱大家来印即个特刊的经费，因为印刷的费用等等嘛是开销真大，所以希望大家来斗支持。啊，你若是有赞助，有足侪无共款的，算讲纪念的商品，啊，你若赞助，你就会当。选无共款的选项，拢会伫即个网站顶有详细说明。啊，过来就是讲内底歹势，我直接看迄个后壁的。对啊，即本册吼内底收录的内容，就是第一点就是伊是上赞的台湾的入门册啦。啊，第二就是伊有台湾通信较早运动的历史嘛，邀请遮个较早经过遮历史的人来写回顾，啊，阁有早期的文章、作者的选集，阁有即马参与者做即个30较早的甲即马参与的人的回顾，啊，阁有即个有一寡较特别的，还未公开的，较早比如讲陈雷先生的手稿，伊较早写的小说吼，伊的字真正是我感觉足水的，写足精济，啊，伊拢有保留咧，所以就是有一寡的作者的作品吼，伊的原稿。会加一寡伊的图伫即本特刊内底，所以大家真值得大家来收藏就对啊。啊，所以讲吼，咱即个刊物
有无共款的选项，有纯赞助的，就是讲你助印的经费，嘛有即款，比如讲1本的方案、3本的方案、10本的方案，看你要爱偌济，因为这咧摕来家己看嘛真好，啊若摕来送人嘛是真好的礼物啦。啊，过来吼，拢有送无共款的伊个礼物，比如讲光批啦吼，也有大纸，也有资料的页啊，等等。啊，1991的典装版就是你赞助1991，1991块啦。啊，其实这就是纪念即个台湾通信伫1991年创刊，所以特别有经即个数字嘛较特别。啊，伊嘛是有送6种的迄落商品，嘿，啊。另外，阁有迄个纯赞助的助印，纯赞助助印的方案，就是讲，比如讲你3本，你就是赞助即个印刷费，啊，家己本身无摕到册，但是即个册会互台语文老师、台语文的相关的团体，也是讲学校的图书馆，互因去收藏，互因去使用，所以这是算讲捐款赞助咱来印即个册，嘿，啊，大概即个募资的计划先。我就先讲到遮啊，详细资料大家当来即个网站顶来看。啊边啊，哦，我看到下面已经甲即个网站打出来，大家确定啊会当来参考。啊，我就先讲到遮，啊，咱就祝福台文通信30周年生日快乐！感谢每一个台语文先进前辈坚持甲努力，望台语文继续向前行。多谢大家。好，感谢品质的小解啊！刷落咱要来邀请即个台文通信30周年纪念特刊共同总编辑梁光兄啊，甲陈瑞兄来针对即个特刊来讲几句话。即马麻烦梁光兄。梁光兄。迄个2019年的时阵吼，台文通信啊个 Toronto 台湾语文中心个含台湾罗马字协会共同伫洛杉矶接办一个23届第23届世界台语文化节。迄当时吼，咱有调工讲要专程补助8位40岁以下的少年人来参加。结果迄场的活动吼，毋定甲即8个，毋定甲8个40岁以下的人啦，我想十几个啦吼。啊，迄场吼，我哋迄场拢总是2暝2暝3工，啊，伫讨论会时足真热烈啦吼。啊，其中吼，有一寡少年人会提出讲，啊，恁即海外的即老一辈吼，你应该甲即段台湾语文的运动历史写落来啊。啊，即个会议吼，因为发言的人足济吼，啊，所以无得到应该有的讨论啦吼，啊，所以无拍算。去年5月尾来找我讲，来，咱来编一个23档台文通信的特刊啦吼，啊，伊志愿伊讲，你出名啊，阮来实际来做代志。啊，所以这项代志已经进行到9个月、8、9个月以上啊啦吼。啊，伫这段时间吼，我看因实在是足拍拼吼，啊，差不多每礼拜啊组织啊伫网上安尼讨论到3个半暝吼。当然伫这个中间的时阵咱嘛有开设这个台文通信线顶读者联谊会，伊每一场拢来参加。通常是参加了后，迄个节目是1点钟，因拢阁继续留咧。有时阮讲咧，拢讲3、4点钟，但是到台湾的时间已经差不多要到1、2点啊。所以实在是对因来讲，心内真感动啦吼。这是会感觉讲，咱台湾少年人。毋肯放弃，是毋是？我要放弃，你嘛毋肯放弃吼，这是正
重要的。我邀请大家吼，莫讲互遮重要的，但是台语文互咱正人的啦吼，莫讲互甲几个人咧舞甲要死要活吼，咱干那去享受迄个成果。所以我是鼓舞大家吼，离即个无资平台吼，赶紧来甲伊赞助吼。以上是我的感想安尼吼。感谢梁光兄的分享，咱刷了要麻烦吴医师、陈雷兄来讲几句话。哦，我来倒推销，我来倒推销一下吼。这个若是对这个要了解这个台语文危机的人，对这个有趣味的人吼，这本30年的专刊其实是类似一本这个百科全书安尼吼，内容实在是非常详细吼。伫这个后面吼，拄则梁光兄讲的至少有40几位啦吼，志工，大部分拢是少年的有专业的志工，来咧斗做这个数位化甲这个编辑的工作吼，因为伊感觉这项代志真公平、真有意义吼。若咱一般人无迄个无运通参加这个实际工作的吼。即摆一个好消息就是讲，大家会当来赞助，网顶来赞助这个 project 吼，安尼你真公平，就算做参加的人吼。多谢大家来赞助，多谢。咱即马刷落去，阿辉你讲。歹势就是感谢大家对咱30年吼的即个纪念特刊的即个投入甲辛苦的付出，相信这是一本经典的文献，嘛是一个咱的若是台语的运动，嘛是咱台湾社会演变进程内底最重要的一本册。好，安尼刷落，咱是毋是搁甲主持的部分，搁麻烦秀婉姐接落？咱即马吼，咱不只有北美，有台湾，咱阁有澳洲的朋友吼。咱其实有足侪澳洲的朋友，我知影嘛有日本的。即马咱瑞士阿关，伊要来甲咱分享。阿关，大家好，我是老台语瑞士台语社阿关。我徛伫即个阮澳洲瑞士遮来讲一寡感想吼。咱台文通信30档，这毋知是偌侪人安尼拍拼吼。坚持才有法度行到真，咱望30档后了后会当搁再来庆祝。到时阵呢，台湾会变啥款？将近20种的本土话，敢会当真正平等？多元语言文化敢有通拢搁活跳跳？像瑞士安尼。瑞士4种官方的文字，伫学校用来教册，伫上班的所在用来拍字，伫外口用来飘伫路牌仔悬顶，伫超市印伫商品包装，时代用来传信息、关心时事，爱人仔用来写。情批30档后，台湾敢有法度像瑞士安尼？即款的美梦敢有机会实现？多谢。多谢阿关吼，即马迄个法国吼，法国的 Sandy， 伊请伊分享。嘿，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人一个法国台湾协会会长我叫阿 T Sandy。我应该是未出国进前19岁进前吼，我去台湾感觉家己是中国人，我也袂晓讲台语，我是最近
2、3年，才开始学台语安尼，啊，讲甲无介好，无介练倒。毋过我想讲，既然已经家己有了解讲咱是台湾人，啊，为虾米咱会叫人教甲袂晓讲家己的母语？啊，即个代志是大家爱去想的。啊，像每位老师一个讲的吼，一个国外看甲较清楚，会看到咱家己即摆的教育是虾米情形。啊，所以为家己做起，迄是咱一个体制外口会使做的代志。啊，体制内底就请委员吼，继续搁拍拼，看会使为制度即边来改会较紧。啊，毋过咱会使做的代志，就是讲咱一个海外看到的是讲，为虾米世界各拢有迄中文学校，啊，鼓励一个海外台湾囡仔转去台湾学华语，毋过敢有送咱台湾囡仔转去学家己的母语，对无？啊，一个海外咱嘛有足侪中文的学校，阁有教材，啊，台文的，咱台文的学校坐咧倒位？啊，所以即点就应该爱互咱台湾人，咱家己爱去要求，咱大家爱讲，咱若家己无想要学，咱无啥物可能讲叫别人来甲咱救，就像讲你台湾今日要成为一个国家，还是咱已经是国家，迄是咱家己爱讲出来，毋是别人互咱的。嘿，啊，这是我即2、3年来有开始一个做遮个代志的时阵，较有感想。啊，大家应该爱像学别种语言吼，英语也是法语拢好，就是面皮爱较厚咧。像我安尼讲无好，啊嘛是爱定定讲。啊，我拄着前辈的时阵，伊定定就甲我讲啊，你台语讲甲无好，啊袂要紧，你会使讲华语，我听有啦，你会使讲伊搁讲国语安尼。啊，我是搁较坚持，因为吼，我即马若放弃，啊，咱就输啊。希望较过的时阵吼，咱若一个法国会使办一个文化营，台文的文化营啊，邀请大家来参加啊。希望咱足紧吼，毋管是一个台湾，还是一个北美，还是一个法国，咱会使搁见面安尼。多谢大家。多谢 Sandy 吼，多谢 Sandy。啊，咱即马吼，咱要做伙来听一首歌，我请阿辉来介绍。甲大家介绍，共款是甲永远的故乡共款，即个伫个1992台湾通信第15期的时阵，由即个陈明仁老师所写的一首诗来刊伫个台湾通信第15期，号做故乡的田园。即个诗呢，落尾有无共款的作曲家看到就甲永远的故乡共款，有无共款的谱曲的版本。咱即马呢是要来欣赏已经过身去的洪水珍老师所谱曲的版本《故乡的田园》，大家做伙来欣赏。小门，你来来去去会当陪偌远？敢会飞过阮故乡的田园？小小门，你话话当行偌远？敢会行过阮故乡的田园？5暝月光光，照阮窗仔门。
故乡的田园，咱做伙毋通来放弃即区已经爬远的田园。虽然真正爬远，毋过咱要搁互伊搁活搁复振。刷落时间，要来邀请罗里亚剧团的团长兼导演、编剧吴玉珍吴导演来甲咱分享。玉珍，麻烦你。好，各位先辈朋友，大家好，我是罗里亚剧团的团长叶珍。简单介绍阮剧团办台语活动的一寡经验。我有一个 PPT 互大家看，安尼敢有看有吼。阮罗里亚剧团有3个重点，就是保育人权甲亲子。无看到 PPT 哦，无看到 PPT。嘿。看到，迄个玉珍，恁吼，恁尽量讲较短，因为时间有超过吼。我后面会搁找一日专门互你慢慢介绍吼。我会讲足紧诶。这是阮去年时阵总算是有头一出全台语诶舞台剧囡仔戏，互囡仔看诶。这是舞台剧。无听到你个声。用台语讲故事互囡仔听。是安怎开始即个计划？是因为我是妈妈嘛，定定带囡仔去拍戏，但是发现讲这表演内底母语台语拢无去啊，就做即个计划。是安怎用讲故事的方式？就是因为这个计划应该爱是长期的，袂使干那办1-2摆，安尼无啥物效果嘛。所以就是用讲故事的方式，一开始就有2-3个人吼，豆豆愈来愈侪。做一个剧场的工作者，当然是希望讲会用舞台剧的方式呈现互囡仔看，但是舞台剧足贵的，拢是900万的，所以就是用讲故事的方式。即几天办落来有一寡重点，甲大家分享，就是讲讲故事的时阵，这道具足重要的。搁有讲故事的人爱真心爱囡仔吼。有袂当甲囡仔当做干那是囡仔，爱甲伊互动。因拢是袂讲白贼的，伊感受着好耍趣味，就会吸收你讲的物件。阮就是伫讲故事的时阵，设计一寡互动，亲像这海龟，伊鼻仔插一支树管，囡仔就爱甲树管抽出来。这是平大仙，有一寡平大仙身躯无洗全身，就是安尼囡仔甲伊洗身躯，甲洗愈掉，洗伫倒位，伫巴肚，伫肩胛头，安尼甲伊愈掉，安尼学台语。这是一寡道具的，是安怎做？因为足晏，我着互大家看卖安尼。这是暗暝模这画本，这用光影的方式。用这光影，互大家做家己的信呐。因为阮讲雷公的故事，这是做一个酸的物件，拄着甜的物件，酸碱中和，有挥刷爆发的效果。这是阮办过台语的活动。上尾即张是阮有一个演员雪君伊有2个囡仔。大概伊有囡仔的时阵，有新的时阵，我拢请伊来讲一个故事，讲我是安怎来的，互囡仔知影讲我伫妈妈的巴肚内底是安怎，实在安怎搁会当摸看卖叮当这巴肚吼。就是用即种陪囡仔的方式来办活动，因为陪囡仔是足重要的。我搁会记得我细汉时阵，学校是无咧鼓励讲台语的，即摆会当陪囡仔做伙，搁过一摆我家己无过即种讲台语的囡仔是做感动、做有意义的。这就是我今日的分享，感谢大家。好，感谢吴导演简要的这个介绍剧团用无共款的方式在推动台语的经验。接落来，咱要小介另外一个少年的台语妈妈，伊咧负责乐创亲子共学空间。玉轩咱来请玉轩来甲咱简单分享是安怎伊要来伫咧即个空间来推动台语。各位大家好，我是乐创的负责人，我是玉轩。甲其他的来宾比起来，我可能嘛无算啥，毋过我想要甲大家分享几个阮伫咧乐创亲子空间看到的现象，甲阮办活动一寡有啥物发现。
对台语到台文呢，是我家己个人，因为我爸爸妈妈因拢是讲台语的，爸爸是台北人，妈妈是淡水人。吼，我熟悉台文通讯的时阵，伊已经是台文通讯网部，已经足水足古锥啊。迄毋是因为我咧读绘本互囡仔听的时阵，我发现讲，遮个台文的绘本我拢看无，我敢若会当用药的，因为台文看无嘛，所以阮有邀请老师来教。我感觉就侪人有感觉讲学台文毋免甲老师学，你会当家己学啊，你有足侪资源，迄当然有足侪资源。毋过我家己本身是一个真罕慢读册的人，大家可能无法度想象讲罕慢读册的人讲要去学一个完全无学过的物件，迄心内压力有偌大。毋过我对着真感谢有台文通讯，即个30年来大家共同拍拼有即个杂志啊。即个杂志对我来讲呢，伊上重要的意义就是讲，伊甲咱的生活其实是有相结连。这是我学了台文了后，感觉真趣味的所在，因为我对老师学了后，老师就是陈鸿辉老师，伊教台文已经30年啊。我个人感觉我伫伊的身上感受到讲，伊对台语即个代志甲台文的推动，甲台湾文化历史的即个推动。是足有热情的，伊即个热情嘛，影响着伊所有的学生。所以讲咧，我感觉学即个台文，毋单是咧学台文尔，你是咧学台湾的文化，甲即个历史。我嘛希望讲会当甲即个文化甲历史会当教互咱的囡仔，因为对囡仔来讲，这毋是一个真足侪家长就会感觉讲学台文可能。迄个重要性无感觉。我学台文了后，我感觉我看代志有无共款的新的眼光。比如讲，看共款的例，比如讲老师甲阮介绍讲，历史的事件，这是阮根本来拢毋知影的代志。就是讲，我感觉上界重要的代志，就是讲，咱咧推送的时阵，莫互别人讲，感觉讲恁推送台文就是。无爱其他的语言，无爱客语，无爱英语。其实我感觉毋是，我家己教我的囡仔是教三种语言，就是台语嘛介意，英语嘛介意，华文嘛介意。所以讲，伊爱学3种嘛足忝。毋过我感觉安尼真正有意义，就是伊爱了解讲，咱的台湾的意识是啥物，伊的台湾意识、本土意识的觉醒。建立，我感觉这是上重要的代志，毋是干那推说讲咱来学台文有偌好，还是讲台语有偌重要？若是台语拢无人讲啊，消息有啥物在背后壁有啥物重要的代志？其实就是咱对本土的熟悉嘛，咱对台湾的爱。所以讲，毋茫讲有搁较侪囡仔会当接触到即个台文后壁的文化嘛，真感谢。无论剧团，无论遮个作者，还是绘本的画家，大家咧创作，拢是我感觉拢是对台湾的囡仔，就是咱的后一代，就是咱的未来毋茫嘛。因会欣赏，因会看到咱对台湾的爱嘛，将即份爱会当传承落去。阮立场，阮立场吼未来，就是可能会办一寡台文的，继续办一寡台文的影片。录一寡台湾的影片，继续办活动嘛，邀请大家来有机会会当来合作，甲阮合作办活动嘛会使来阮兜行行嘛会使，多谢大家。好，感谢爱台湾、爱台北、爱台语的路程亲子共学空间的玉轩啦吼。伫咧实体空间经营亲子共学以外呢，有关有一阵热心的即个台语少年家吼。咧经营网络顶的台语亲子共学吼，甲台语文的相关的观念，咱刷落就来劳烦牵囡仔的手，行台语的路，即个面册专业的即个雅茹来甲咱简单分享。雅茹，请。雅茹的声音是毋是有开？雅茹的声音。
雅茹，你的声音无听到。雅茹，你的声音。雅茹，你麦克的静音啊，甲关掉，才听有你的声哦。好，歹势，这问安尼敢会当咯？即马有，即马有在，你听讲。还紧讲，好，嘿，是嘞，因为较早画面分享出去，煞来迄个静音的所在无去。好，各位前辈大家好，我是雅茹，大声先恭喜，嘛感谢台湾通信30天。伫困苦的台语环境坚持30天，真做咱台湾人的精神粮草，这真正是一件无简单的代志。本来要借这个机会来甲大家报告讲，阮牵囡仔手行台语的路，阮咧做的工课。毋过因为即马时间有较赶，我会讲了较短，则大家若是有想要了解，会当再去阮的面册，是去阮的网站做了解，甲阮联络拢会当。我等者会讲较短，则请大家多多包涵。阮是一阵甲囡仔讲台语的父母。一开始其实阮无足侪人，阮用台语甲囡仔过日子，阮有感觉讲，甲囡仔甲台语传互囡仔的迄种美好，毋过嘛是拄着四过碰壁的即个问题，所以因为安尼，所以阮开始参详讲，阮要用啥物方法来打造较好的台语优先环境，嘛开始试验讲，阮要用安怎啥物办法，会当招更较侪人来行台语路。即几工运作落来，阮有。发现讲，就是以下本来我要讲说明的即个模式，其实是真有效，而且行会久长。一开始人足少，咱会当看到画面这彩色的人，这就是阮本来即几个妈妈吼。等一下。好，阮要做的头一步就是讲，咱较早有看到画面上有一寡伊是黑白的人，其实因毋是代表讲因无想要讲台语，只是因无机会有甲因的台语迄个母语的意识叫精神。所以咱第一件特别做的代志，就是一定要甲因的意识叫出来，安尼叫精神，安尼因才知影讲，其实讲台语是一件好的代志，因愿意去做。所以阮透过就是用面册、文章、影片，也是实体上。经验分享会，互逐个人知影讲，阮想要甲囡仔讲台语，阮要安怎甲囡仔讲台语，以及阮行台语路的一寡过程，互因了解知影。经由安尼的方式，发现有更较侪的人，确实伊知影了后，伊愿意加入阮行台语的路。过来就是真无简单，招入来遮的人，咱要安怎甲顾掉，等于是咱的重要的条卡。所以咱知影伊会过来会拄着一寡困难。毋知影要安怎甲囡仔讲用台语讲故，是讲毋知影讲安怎坚持落去，所以阮有办讲故的培训互家长是互讲师知影要安怎甲囡仔讲台语，嘛当出去试过讲台语互台语囡仔、华语囡仔听，嘛用家长学堂，就是找无共领域的讲师来讲台语，讲各种的议题，互台语的家长。了解，互因更加有信心，增加因的能力，安尼因才有法度继续坚持行落去。人愈来愈侪了后，开始有人会来讲，恁这因为阮阁有共学团嘛，因就开始讲，安尼我要参加共学团，还是讲我要斗分担，讲恁会当做啥物，会当做伙拍拼台语的工课，人愈来愈侪，但是也是无够侪，所以阮继续拼。第三件要做的代志是文化串联，安怎讲文化串联？因为几当前的台语环境其实真正足歹的，无你要出去外口，你要参加台语的活动无？要听台语的故事无？要听台语的 podcast 无？所以阮就开始做，阮想要经由安尼的方式照顾到即马遮的台语家庭、台语囡仔、台语家长的需求，照顾需求的共即个时间嘛甲。用遮个方法，因为阮的活动放甲内容真精彩，所以有可能伊无咧甲囡仔讲台语的家长，伊看到即个活动袂歹，伊会参加；是讲这podcast听了袂歹，伊会开始有兴趣，开始增加讲会当甲囡仔讲台语的机会。人数愈来愈侪，阮即马目前台语路的共学团差不多有6团，台语家庭已经超过100个咯。
啊，愿意做伙来负担台语路工课的人数，就是人才吧，已经超过50个，所以阮就开始照逐个人的兴趣，还是专长去分工，有分做编辑部、讲师部、活动部，还是公关部，来做伙分担较多咱讲的遐个工课。啊，另外一只我特别讲的是公关部，除了较多咱讲的遐个工课以外，因为其实咱知影，台语即马遮侪政策，还是遮侪议题，还是无够完善，需要有人来提出遮个诉求，还是讲遮个政策的议定，所以阮有公关部是会当来做即件代志，会当好打造一个过来愈来愈好的台语环境。想要更加了解侪，就是会当去网站。我简单讲一个结论，就是。我认为这是上歹的年代，嘛是上好的年代，因为上歹的其实拢已经过去啊。较早咱要爱啥物无啥物，啊，毋过即马已经渐渐资源愈来愈多，而且有意识的人嘛愈来愈多。上重要的是，即有意识的人内底有足多是愿意甲囡仔讲台语的少年爸母，这真重要，因为有少年爸母愿意甲囡仔讲，这囡仔伊。应该是讲，咱已经长暂足久的时间无台语囡仔咯。毋过即马较早无共款，即个囡仔啦，因是用全台语咧生活，而且因用全台语学习。台语的家长为着讲要互即个囡仔会当受着更加全面性的台语生活，所以即个家长愿意去学台语文，愿意用台语来翻译每一本绘本互囡仔听，愿意互。即个囡仔接受台语的罗马字，我感觉这可能拢是较早无法度想象的。过来就是讲科技的进步，咱可能较早嘛无法度想象，讲竟然有法度伫即个时间有200几个人愿意伫线顶来参加即个台语的文化活动，这拢是做无简单的代志。所以我认为已经落地啊，大家爱有信心，咱继续做，未来一定会愈来愈好。像头前有人讲的吼，佮30当后的。台语通信迄阵已经是60岁啊，一定会比即马更加精彩。祝福大家大家继续做伙拼，感谢大家。感谢雅茹的分享，咱确实是需要结合无共款背景、无共款即个年岁吼，各种的即个优质来甲台语用各种方式来推动啦吼。所以要介绍即位呢，伊就是用音乐甲做。一寡底片即个各种的方式来推动的，咱来小解即个伫 YouTube 顶面有一个台语冷知识吼，即个专业吼，杨静恩阿恩啊，阿恩来甲咱分享一下。好，大家好，即摆敢有看到我的投影片？有看做你讲。好，各位先进、各位时代长辈，大家好，我是阿恩。我今日要来甲大家分享我即几年做一个台语影片，还有创作一寡台语囡仔歌的一寡想法。2018年，阮某大腹肚的时阵，我开始思考应该互我后一代啥物款的教育。我想咧，感觉台语是我必须爱甲传落去的一个足重要的语言甲文化。所以我伫2018年的3月，阮囝出世进前，我就报名参加迄个基进的练档台语读写班。自迄阵开始，正式开始学习台语、学习台文。目的就是希望家己有才调，会当甲较正确的台语，传予后一代。基进的课程大概是4个月左右，内容介丰富。因为课程内底有足侪物件，拢足趣味，足有意思。我感觉必须爱分享互我身躯边的朋友。所以伫2018年的9月、10月迄段时间，我就开始家己研究做影片。就伫迄阵伫网络顶有创一个 YouTube 的频道，叫做台语冷知识。主要就是用台语分享一寡我感觉趣味的知识，包括甲台语有关的或是讲甲音乐有关的，甲囡仔有关的等等。2019年，我就正式开始带阮囝去参加台语路共学团，就是头拄雅茹介绍的即个团体。
去参加的过程就熟悉足侪共学团内底的家长，发现遮个家长就是一个比一个较厉害，因为台语的资源真欠缺，头拄雅茹嘛有小可介绍着，所以因定定拢会家己生出一寡有诶无诶物件，其中一个就是我发现讲因会家己改编歌曲，甲一寡经典的歌改做适合囡仔的迄落台语囡仔歌。因为我本身是食和流行音乐相关的头路嘛，音乐是我的专长，所以和遮个家长较熟悉了，我就开始鼓励大家拢来写囡仔歌，毋管有学过音乐无，我就欢迎大家拢来试看卖，有个人写词嘛，有人写曲，不管你有啥物想法，不管任何音乐的想法，我拢鼓励大家讲，尽量来甲写落来，我则利用我的专长，佫有我伫咧即个音乐科仔的资源，甲大家创作尽量甲完整化，甲加做较完整的歌曲，安尼。阮的目标就是要来做一块台语家庭的家长所共同创作的台语囡仔歌的唱片，安尼。我是安怎要做这咧？就是讲，因为即张唱片若做出来就除了讲台语囡仔歌本身会使，互佫较侪囡仔接触着台语以外，有一个我感觉最重要的代志就是讲，阮希望会使，就是借即块专辑甲阮即个乐团，来去突破即个江温站，若有机会，阮希望会当讲尽量去上节目还是讲去走活动等等毋管是台语还是华语拢袂要紧，因为透过宣传音乐的迄落过程阮会使将阮的理念讲互平常时无机会去接触到母语议题的人听，互因知影讲，互因知影讲，即摆台湾阁有一群爸母，遐尼坚持咧甲囡仔讲母语，希望透过遮个过程，会使影响一寡江温站以外的朋友，安尼。台语乐团出唱片就是阮最近上新的计划啦，明年左右应该会出一张唱片，大家若是有兴趣想要听看卖，会使去阮的 Podcast， 头拄嘛有介绍着台语路的 Podcast，阮甲 demo 放咧面顶，除了专辑以外，像阮即几工嘛拄好有做一条甲迄个防疫有关的迄个台语歌，嘛是即几工应该就会放去网络顶，嘛是大家会使看卖，会使斗分享、斗宣传、斗支持安尼。对，以上就是我今仔的分享，感谢大家努力。多谢阿恩伊有做一个 video，伊的 video 咱以后有机会咱会放。今仔日咱还阁有最后一位就是迄个汉准，我请阿辉来介绍。咱需要有无共款的政治精兵伫咧各角落啦，有一个即个少年辈是读历史的，历史出身的毋过呢，从事即个大众传播的工课嘛几落档咱即马就来邀请鸭草即个网络媒体的总编辑许汉准来讲几句话，来分享伊伫媒体甲即个台语文的一寡遮个连接。汉准，大家好，有听到我是汉准。有声好，大家好，我是汉准。我甲较大的正恩算是读写班同期的同学啦。我嘛是迄个时阵较开始学台文的，所以到即摆差不多嘛3档外。较大像洪辉老师讲的，就是我一直拢咧做媒体的工作，原体伫自由时报，尾伫鸭草，尾学了这了，我有去台台做差不多要2档的时阵，今年佫转来鸭草，我的背景大概是安尼。我首先要感谢讲，就是在座做者先摆30档前，就是办即个杂志。就是阮参加迄个读写班了，就想要阁学台语文的物件，就是愈学想要学愈济。尾洪辉老师较讲，有即个读册会，就是曲老师主持的即个读册会，阮较去参加。尾讲，原来有即个
节即个物件，就是逐礼拜拢去，就愈学愈趣味，感觉讲即个物件真重要，会当来做相关的推测的工课。就教我迄个时阵搁伫遐抄，我就教一寡台语文的物件，早转来遐抄，尾仔愈做愈趣味，拄仔嘛拄着台语台成立，所以我就是嘛去台语台做一站嘛。我伫台语台迄个时阵，拄仔过去的同事有做要做一个网校，我迄个时阵就甲坚持讲，就是爱做台文的，就是我即摆手头拄仔有，就是即个同地种的网校，可能有一寡人有看过，对。尾仔搁转来抄遮，所以我咧做工课，那较老师一开始都有讲过，就是讲甲台语文变做是一个主流化的议题，就是讲推测台语文，甲咱做台语文工课的人感觉重要的代志，毋但是伫台语台，也是伫即个通讯网报咧看的人的迄落。因为就是不管，尤其是伫我伫遐抄即个媒体，就是接触一寡，甚至是对台语文的事工是感觉较轻视，甚至有敌意的即种人。咱要安怎伫即种所在，互因了解讲推测台语文的意义是啥物？这是我主要咧做的工课。嘿，大概是安尼。我刚刚讲到遮着。多谢吼，多谢迄个汉准吼。咱今仔日所有的讲者拢已经讲了吼，真多谢大家参加。但是咱即马吼，我想咱搁加5分钟，我甲即个时间交互迄个信函吼。你若准讲你有啥物 feedback， 你有想要表示，你会使伫即个时阵你举手啦，是你会使发言啦吼。我着甲时间交互信函。等下大家若有啥物想法会当摕来发表啦。但是头先咧，我想要邀请，我有看到迄个洪婷姐也伫遮嘛。洪婷老师咧，洪婷姐也是阮台中教育大学台语系迄个我的同事啦，嘛是迄个进前我逐礼拜台语家教册是帮助我足济，嘛迄个有做真济台语文参与。真侪台语运动的事工出真侪力，是毋是？咱先请洪婷老师来甲大家讲一下，安尼简单讲一下。洪婷姐啊，有听到我的声音无？有，嘿。大家好，无啥物特别要讲的啊，真欢喜有即个活动看到遮侪朋友吼，有一寡以早伫海外无机会看到面模啊，毋知是做啥物款，所以真欢喜。安尼，即个台湾即马是暗时12:27分，好，就是安尼，感谢大家，祝福大家。大家记得去迄个台湾通信迄个出版的迄募款啊，我昨看是今仔日的迄个募款的金额已经是涨了三四倍啊吼，所以真欢喜吼，请大家继续斗宣传，多谢。我即摆有看到举手，有2个人举手吼，一个是迄个。细蔡 Martin 蔡，一个是素梅，我知影是巴比酒妇女会住伫New Jersey的素梅，伊嘛有举手，嘿。咱一位要先讲，2位拢应该讲会着，来，请。要讲的就甲麦克拍开啦，嘿。搁有 Christine 嘛有举手，嘿。我是戴明芳，台湾海外网的创办者，台湾海外网已经20年。主要拢用台语来咧发声，完了报道台湾甲海外所有台湾人的活动甲消息。我知影讲即个台文通讯已经30年啊，因为我创办海外网的时，就知影即个问题。吴景如是阮娘姐是一个太太的兄哥，真济咱内底成员。我拢已经真了解，嘛真熟悉，因为我本身已经81岁啊，对台湾来美国已经45年啊吼。我今仔日要甲大家呼吁，我今仔看到大家的演讲甲说明，了解台文通讯是足重要的一个组织，甲以后要发展为台湾要发展的一个真大的机构就对。海外网因为有真大的平台，有真大的频宽，会当互大家用，所以呢，我呼吁台湾海外网会当提供一个真大的广播的
平台，互大家来使用。啊，一日下当差不多4点钟到8点钟，啊，一礼拜去，互咱的成员、甲咱的讲者、甲咱的所有的人啊，直接来发挥。希望，因为台湾语文是台湾的精神、台湾的意识、台湾文化文明一个传播的所在，所以台湾文化需要家己一个平台，一个传播网吼啊，所以呢，海外网愿意提供这个平台，互大家来使用啊，请咱做这个成员跟我联络啊，看要安怎伫海外网创一个台湾通讯啊，逐日的一个网络广播电台安尼吼啊，海外网会当做这款工作啊，为着台湾的文化、台湾的语文、台湾的精神。台湾的意识，大家共同来拍拼。多谢各位，谢谢。好，感谢。安尼咱可能信还无看到举手的人吼，我伫遮我有看到吼。咱即马阁有2位举手，咱会使甲即2位。看到，另外一位是什么 APOD 台语的迄个对吧？啊，一位是 Christine， 嘿，你有看到吼 ？OK。哎呀，啊，无请迄个 Christine 迄个先讲发言。嘿，如江姐啊，请。如江姐，你的迄个麦克无开。阁有宋梅嘛，即摆举手 ，OK。宋。大家平安，大家好。今仔日即个30周年台湾通信的庆祝会吼，互我为头到尾，感觉足感动咧。互我回想伫1991年两江开始创办即个台湾通信，佮甲足侪友志对伫台语咱的母语有迄个负担的足侪同志开始来创办即个台湾通信。我想着讲1991年开始的时阵，我的3个囡仔，因拢是拢是伫美国生、美国大汉的。因嘛参与伫即个台湾通信的迄个即个事工。因还佫足细汉的时阵，迄阵台湾通信还佫用迄个纸拗咧，还佫爱摕去邮局去寄吼，拢规大沓。所以咧拗咧寄，咧打邮票的时阵，我的囡仔拢虽然足细汉诶，但是因拢坐伫迄个台湾通信顶环甲迄个台湾通信缀好较迄个扁咧吼，摕去迄个邮局寄。所以因即摆嘛拢差不多30-40岁吼。因为咱台湾通信已经30周年吼，所以我头拄佫有听到足侪少年的朋友，佫有少年的父母，因为着即个咧推崇遮个台语吼，我头仔嘛有听到 Freddie 吼，伊个囡仔讲伊是台语人，我实在有够感动诶。所以毋茫讲咱即个台语母语，佫有即个台语的文学，台湾文学。会当愈来愈勇壮，愈来愈进步。也多谢大家先进，佫遮少年的，不管是已经做爸母的，还是讲恁佫是单身吼，总是感谢恁大家的付出，也感谢大家继续咧拍拼，多谢。感谢感谢。安尼咱即摆时间有限啦吼，我想就是最后2位啦，头拄有举手的，一个是迄个 APOD 台语，歹势我对你迄个名看袂出你是啥物人安尼。嘿，我来先请你发言好无？我安尼讲话敢听有？你对。安尼听有吼？有好。大家好，我是迄个逐工100天文度的蔡老师。我想要讲一寡我的感想，就是因为我即摆咧翻的这个物件，其实是较我科学的物件。较困难的部分就是，其实有足，因为一般咱即摆拄着的问题，就是第一个就是，伫台语的世界内底，较侪人是较关心的是文学的问题，但是科学的物件就是较少人咧关心。就亲像拄则迄个太空中心主任吴主任讲的，就是感觉即个部分，敢若关心的人搁较少安尼。而且就是伫科学内底一寡名词要做翻译的时阵，其实是有一寡困难，因为有当时譬如讲伫文学内底啦，咱会可能
会讲月娘对无？咱会用即款的讲法，但是你伫科学内底，阮若是要讲月娘，就感觉怪怪。所以咧翻的时阵，就是无法度用文学的角度来翻，就是有一寡物件爱变做用科学的角度，还是讲用，譬如讲太阳嘛是嘛，咱讲有当时我翻做太阳，还是翻做日头，其实是爱看迄个状况是啥物款，因为你若是讲伫对地球人来讲，咱可能会讲 OK， 咱日头互我的感觉是啥，但是咱若是要讲一个星星，迄落一个星星，比如讲太阳只是一粒星星，你要讲伊的一寡物理的现象的时阵，咱就袂使讲日头嘛，就有当时会拄着即款问题啦。但而且就是我意思讲，做即件代志其实有一寡困难，而且就是拄着有一寡人就是会感觉讲我敢若翻了无啥好，但是迄是徛伫科学角度来讲，可能无法度，我就是爱安尼翻。另外就是一个就是阮即马因为即马去做翻译，但是因为咱的目标嘛是想讲未来希望会使用台语来讲一寡科学的知识，所以咱即马咱即马逐工咧做就是敢若甲翻译物件用台语甲读出来，但是咱嘛是有差不多，因为即马疫情的关系，所以咱节目较无法度，就是有一寡特别节目较无法度做，但是咱目标就是希望以后会使固定一个月会使出一集，就是用台语来讲天文的知识。因为就是当然咱是希望讲即个物件若会使用伫课就是上课的时阵摕来讲是上好的，但因为其实之前阮嘛有想讲要找学校看会使，互咱用台语来教天文，就是正式的课程，但是咱即马是有拄着一寡困难啊，因为伫学校内底、大学内底可能感觉讲，这是一个无啥重要的代志，因为伫学校的角度来讲，伊会感觉讲，咱用华语来教科学就会使，咱无需要用台语来教，所以这是一个想要去努力的目标啦。但是这毋知有法度做着，无法度做着，这都是爱看以后，若是应该讲。第一个就是讲爱看偌济人对即个物件有兴趣，第二个就是讲偌济人有法度用台语听，有讲科学物件咧讲啥，但是这就是爱大家做伙来拍拼安尼，就是愈来愈侪人，若是有，就是愈来愈侪人有台语的能力来听这物件的时阵，咱才有法度去推销即个物件。主要是要讲这，好，多谢大家。多谢。天文的物件确实是够无好用啦，嘿，无好处理。好，因为其实伫阮家己的，就是阮家己领袖内底来讲，要说服其他人，其实嘛是一件真困难的代志。对，因为讲是安怎要用这啦。对，因为讲无需要，嘿，我即摆拄着的问题拢是安尼，讲无需要，讲用国语就会使。这是较困难。是安尼，无因为咱打拼啦，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吼，咱请最后一位迄个高老师啦，吼，老师迄个发言啦。素梅姐啦，迄个伊举手举足久啊，高素梅嘿。素梅啦，吼，嘿，高老师来请素梅姐先你发言嘿。不要紧啦，因为我的问题甲拄啊这位即个共款啦，吼，类似啦，哈，我拄啊，我有看到阿勇的comment，就是讲教台文甲用台语教册无共款嘛，哈。所以我的问题是讲，咱即马是尤其是大学啦，因为我是学科学的嘛，哈。尤其是大学，咱是要先杀讲台语课，还是讲用台语来讲来讲课？倒一个会当达到较大的效果，目前来讲，因为咱的迄个resource 嘛有较 limited 嘛哈，所以用倒一个方法来较有效果。目前来讲安尼，多谢。好，感谢哦。即个吼，双语教育有真侪无共款的方法啦。连讲有机会，因为阮即摆咧帮教育部规划，帮迄个事业处规划，讲要安怎伫国小甲高中，要安怎训练国小甲高中的老师来用双语来教学，就是台语的台华双语哦。迄个双语毋是英语，是台华双语。教育部有即个计划，阮即摆咧做，所以连讲有机会才甲大家分享啦。佫有一寡迄个，就是这台语新词，要安怎用台语教专业的物件，连讲机会才甲大家分享。
今仔因为时间有限啦，因为台语的物件讲袂了，咱已经对10点台湾时间10点讲到12点40啊，已经超过足久啊！吼，大家足侪情的啦，讲真正是真正讲的台语人，讲着台语就袂煞咧。毋过咱总是要有一个 ending， 所以咱个时间即摆就交转来，互迄个秀婉姐啊，连讲有机会大家再个做伙开讲。来，秀婉姐啊。多谢信涵老师吼。咱今仔日头迄个30周年庆祝会吼，咱就 official 到遮啦吼。恁若总讲有人有想要留落来小可佮开讲几句啊，嘛欢迎啦吼。真多谢大家来参加吼。咱今仔日其实有超过260个吼，算做足好的成绩。真多谢大家参与。嘿，多谢。阮每礼拜六共这个时阵10点到12点，阮拢有无共的节目。尤其今仔日尾五位少年人，其实因准备足丰富啦。阮拢歹势讲时间已经拖足久啊，叫伊缩短。所以阮有讲另日要搁招因转来，互因讲较济。因为我感觉少年的因做的甲咱想的无共款。所以阮以后一定会搁邀请因搁转来讲，吼。这5位5、6位，吼！今仔日多谢大家。阿辉咧，阿辉，我怎啊看无着阿辉？嘿，咱即马目前咱就暂时到遮，好，多谢。感谢大家，大家努力，感谢。感谢。